過啦，即係點解我哋要搞個即係實體嘅即係現場嘅講座咧？真係好多年冇搞過。係啊，對上一次都應該係疫情前啦，即係講類似嘅嚇，即係唔好話阿彭偉基啊同阿梁顯成佢哋講嗰啲啦。咁我哋以前咧差唔多1-2個月啦，都會講一次。最初15年前喺培益15年前有啲人搞嘅。好耐啊！如果冇佢咧，我哋未必有呢啲咁嘅 function， 真係冇㗎嚇。我哋咧懶到死喎嚇。有阿 John 有 King Sir。咁啊，嗰度搞咗好多年下，我哋都相當好。咁啊，大家即係開開心心，就係可以各自發揮所長啦。好似請阿梁顯成啊，好多名人嚟講，除咗我啊。嗱，今日題目咧講嘅今日題目啊，就係近代以來西方霸權嘅興衰對當今世界嘅影響。題目就好長嘅，諗下就係點解即係我哋會有今日呢個世界？我哋今日呢個世界咧，係最主要咧係過去嗰500年咧，呢個世界嘅演變好快，令到我哋有今日。咁好簡單，喺500年前，溫哥華係咩地方嚟？500年前，well 人種啦，肯定就唐人唔喺度嘅，白人唔喺度嘅，歐洲人唔喺度嘅。淨係得我哋叫原住民或者 First Nation 第一國民，佢哋喺度生活咗萬幾年㗎啦。咁啊，而家第一國民喺邊度啊？你相信 Hastings 嘅人都唔多㗎，佢哋佔好少比例嘅啫。啊，咁你講溫哥華啫喎，咁你成個美洲，即係由 New York 一路落到去美洲落埋智利，落埋阿根廷，都係一樣嘅啫，都係原住民。原住民咧係大概14000年、15000年前咧。喺西伯利亞過咗阿拉斯加，就落到成個美洲，包括南美洲，係冇現在我哋嘅華人啦、韓國人、日本人喺呢度，亦都冇歐洲人喺呢度嘅。咁呢個唔好落去到500年前嘅事嘅啫喎。咁我哋講啦，呢度，盡量話即係盡量呢個版唔係好大啊。通常咧，啲歷史學家啊講世界史咧，就簡單啲分咧。咁人類歷史分3個階段嘅啫，就古代史、中古史、近代史。咁啊，中古史係邊度分界咧？就係公元476年分界嘅。咁啊，之前嗰啲係古代史。嗱，呢個係簡單嘅分法啦，因為有啲歷史學家，中國歷史又唔係咁分嘅，歐洲歷史又唔係咁分嘅，唔緊要，即係大概世界歷史就係476年。點解476年咧？因為嗰年咧就係羅馬帝國覆亡咗。之前嗰啲我哋叫古代史，由古埃及啦、波斯啊，到希臘人，到亞歷山大，到希臘啊，一路到羅馬帝國咧，我哋嗰啲都係叫古代史。咁啊，中古史到近代史咧，1000年。公元1453年，由呢年開始咧，我哋又叫做近代史。咁啊，有啲歷史學家將佢就近代史點樣分咧？冇錯，大家哋1453年開始，但係有啲咧就講到咧係到拿破崙戰爭，有啲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。咁我盡量簡單做近代一路到而家。有啲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咧，就叫現代史嚇。咁我唔理佢咁多，佢就係中古近代。咁近代我而家就係今日講呢。近代呢1453年之後呢500年對世界嘅影響，咁啊點解會咁樣分咧？我頭先講過啦，因為在此之前啊，呢個世界咧就互動性甚少，即係中國咁多朝代啊，3000年啊，即係由商朝開始啦，有真正嘅文字記載咩啊？波叔哦。K 啊，得，揾地方坐下。有3000年嘅歷史咧，但係喺真正啊，我哋同中國同世界互動啊，都係近呢200年、300年嘅事嚟嘅咋。在此之前咧，我哋同周邊嘅少數民族有互動，但係同即係其他世界地方嘅互動咧，甚少。OK。咁啊，所以點解即係我哋要講呢500年係咁緊要咧？咁好啦。咁我哋因為今日講係西方霸權啊嘛，
咁點解我哋要即係俾西方文明過去嗰500年咧，影響我哋今日嘅生活，直到今日啊！我哋就算中國講現代化，所謂現代化係咩咧？就係西方化。我哋嘅生活習慣、我哋嘅政治制度啦、文化思想啦、服裝潮流啦，基本上都係西方化。我唔理中國講咩現代化都好啦，基本上我哋到現在都係西方化。咁當然而家有人要講唔同啦，我哋西方化嘅現代化唔一定係西方化，中國都可以現代化，印度都可以現代化，但係唔一定要跟西方去走嘅。咁啊，講點解即係過去嗰500年咧，搞到呢個世界變到就係我提過500年前呢度唔係咁嘅樣噶嘛。我哋香港嚟㗎或者大陸嚟，500年前香港都唔係咁樣啊，係嘛？500年前香港，我估喺元朗平原啊，有原居民啦，嗰啲人喺度住咗1000年㗎啦。咁啊喺屯門咧有個軍事基地㗎，點叫屯門咧？衙門啊，就係個軍事重鎮嚟嘅，叫屯門。咁其他你喺赤柱啦，喺香港仔啦，有漁民喺度居住，唯一係中環冇人住嘅 ，OK， 因為冇平地 ，OK， 佢俾咗冇人住嗰陣時 ，OK， 又估唔到而家啲地價咁貴。咁歐洲嗰陣時係點咧？講下喺1500年嘅時候啊，嘅歐洲人係點樣過生活嘅咧？就簡單講啊，着衫，着衫啊！着衫我哋中國人咧不嬲着棉布啦，即係有錢人就着絲綢啦，係嘛？咁啊喺歐洲嚟講咧，基本上咧就係亞麻布啊，大家知啦。而家你去服裝店都買到㗎。亞麻就係歐洲自己有出產嘅。咁跟住咧就羊毛啦，因為歐洲英國、法國、仲德國，即係現在德國啦，都好多羊，我哋養好多羊。咁啊羊毛係主要衫，係冇錯羊毛。咁有錢嘅人咧，即係500年前咧已經着絲綢㗎啦，即係貴族啊！因為點解絲綢主要唔係500年前，因為2000年前開始㗎啦嘛。即係歐洲由羅馬帝國嗰啲貴族到羅馬皇帝咧，都係着絲綢嘅。所以點解呢條絲路係咁緊要咧？咁啊，即係嗱呢個係衣着咯喎。而家當然變化好大啦，咁當然全世界嘅着衫都變化好大。但係最緊要係咩？你食。歐洲500年前啲人食咩嘅咧？咁當然啦，麵包有啦嚇。佢哋種到大麥、小麥，咁啊亦都有可以做啲麵粉去做到意粉 ，OK。咁但係我哋而家普遍喺西餐喺西方食嗰啲材料啊，薯仔、番茄、花生、辣椒、南瓜，仲有咩啊？粟米、玉米，邊啊？北美嚟㗎。唔係，嗰啲歐洲冇㗎，中國都冇㗎。嗰啲唔係呢個叫舊世界 ，OK。唔係呢個叫歐亞大陸咧，叫舊世界。呢個叫新世界、新大陸，所以我頭先提嗰啲材料啊，都係喺美洲嚟㗎。薯仔就喺南美洲啦，南瓜就北美洲啦，花生南美洲啦。咁你試想下，現在啲西方食材啊，啲意大利餐啊，如果冇咗薯仔、冇咗辣椒，所有辣椒啊，真唔單止係辣嘅辣椒，燈籠椒、紅椒、青椒，乜椒都好啦，佢乜椒都冇。嗰陣時乜椒冇，冇辣椒、冇薯仔、冇番茄、冇粟米。你意大利菜做法國菜做到咩出嚟？做唔到咩出嚟 ？OK 咁當時啲人咧就喺歐洲啊，就係食啲基本就係佢哋有錢嘅貴族可以食羊肉啦、豬肉啦，咁有 bacon 啦，冇問題嘅呢個，其實適合嗰啲鋸牛扒。咁但係一般農家咧，即係食麵包食麵包，好少嘅肉類。咁佢哋當然亦都有香料，佢哋香料，因為點解嗰陣時冇雪櫃㗎嘛？咁你劏隻豬、劏咗牛，咁啲嘢擺咗一陣會有味。咁你唔好嘥佢要食嘅點咧，一定要落好多香料落去。香料就係我哋而家尋常物品嚟㗎啦。主要邊啲香料咧？胡椒、肉桂，即係 cinnamon。胡椒同肉桂咧都係產自印度嘅，跟住丁香、豆蔻產自印尼嘅。咁呢啲香料咧，好耐以前歐洲已經知道㗎啦，但係因為路途遙遠好貴。咁中國都知呢啲香料，但係中國近好多啊嘛 ，OK， 可以自己出菜中，同埋可以運輸喺南洋運去中國咧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南洋呢條海路咧去中國去福建到廣州咧要2000年歷史㗎啦，呢條運輸路線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咩咧？食嘢係仲有砂糖，砂糖我哋好似而家你去快餐店
任攞係嘛？以前咪過500年前咧，砂糖喺歐洲同黃金一樣咁貴，因為第一砂糖大家知係甘蔗做噶嘛，咁喺歐洲咧做唔到甘蔗嘅。歐洲人第一次即係知道砂糖呢樣嘢咧，都係2000幾年前嘅事啫喎。雖然我哋即係喺東南亞用砂糖用咗幾千年㗎啦，就係喺公元前應該327年，亞歷山大大帝咧就希臘一路打到波斯，打到印度河，喺嗰度咧希臘士兵就揾到啲有啲咁甜嘅沙嘅咁，其實係啲咧糖砂糖就係砂糖，佢哋叫呢啲咧係啲結晶嘅蜜糖，係歐洲人第一次認識到砂糖。咁但係咁啊，又係嗰句噶嘛，你種唔到噶嘛，咁咧又跟住過咗一千幾年啦，咁歐洲十字軍東征一路打到地中海東部咧，啲歐洲人係真真正正知道有砂糖呢樣嘢，就可以即係帶翻去歐洲，咁自此就不得了啦。因為以前我哋講即係歐洲人你食甜嘢咩啊？聖經講嘛，奶與蜜之地咯，牛奶蜜糖啊，係呢兩樣嘅，冇砂糖㗎嘛佢哋啊，咁呢樣嘢係一個好珍貴嘢嚟喎。佢哋唔係冇，即係唔係冇啊，而係路好昂貴，同黃金等同嘅昂貴，同香料一樣。呢樣仲係咩咧？啊，香料砂糖 ，OK， 咁啊飲品啦 ，OK， 飲料咩咧？喺歐洲基本上咧係飲酒嘅啫。喺法國有紅酒啦，意大利有紅酒。紅酒就係喺聖經嘅年代咧，喺地中海地區好普及㗎啦。紅酒奶咧，咪奶酒同奶咯。哦，咁啊英國就慘啦，英國就飲啤酒同埋威士忌嘅啫，因為英國冇紅酒嘅，唔係冇，即係要從葡萄牙、西班牙進口嘅。你哋而家買紅酒，你有阿根廷紅酒、加咗紅酒、智利紅酒、中國出紅酒，英國有冇出名紅酒嘅？冇，點解？燒酒出啊！中國出燒唔酒，係啊，中國啲紅酒，唔係英國就可以得嘅，但菩提子啊啊佢係啦，佢種唔到好嘅菩提子，唔係佢唔想，而係佢冇辦法啊！你諗下，博都啊，佢哋英國幾百英里嘅啫嘛，博都會出最靚嘅乾邑產區種葡萄，英國種唔到喎。呢啲係天然氣候嘅問題，你冇問點解嘅？你問下上邊點解？點解唔俾英國都種到葡萄？咁啊飲佢就有啦，牛奶啦 ，OK， 牛奶啦，因為好寡喎。嗰陣時咧，嗰陣時中國啦飲茶飲咗幾千年啦，咖啡咧喺即係東非啊，喺阿拉伯咧嗰陣時都飲咗幾百年㗎啦。啲阿拉伯人咧即係叫啲咖啡提神啊 ，OK， 當然有古仔啦，話佢牧羊嘅時候先日日食嗰啲咖啡豆啊，就係咁扎扎跳啊咁啦，咁佢係咪攞嚟煲水咁啦？咁另外一個就 chocolate 㗎，朱古力，朱古力嘅可可，哦，係南美洲啊。所以喺500年之前咧，歐洲係冇呢啲飲㗎，咖啡、茶嘢、coffee 啊、tea 呢樣，嗰陣發緊夢嘅啫，冇嘅 OK。咁啊，即係chocolate 更加唔使講啦，又係冇咯，又冇砂糖啦。咁我講OK， 嗱衣着有絲綢啦，咁啊住同行唔講啦 OK。嗱佢哋基本生活就係咁啦，所以咧當時嘅歐洲咧覺得東方係富庶嘅，十字軍東征啊，其中一個原因咧。因為東方嘅富庶吸引佢哋去打，去攞建立咗4個拉丁帝國，包括耶路撒冷王國，就係將東方嗰啲財富啊，特別砂糖啦、絲綢啦、香料啦，運翻去歐洲賣，一本萬利嘅。咁啊，基本上佢條貿易路線咧，同而家都好有關係，即係因為地理冇變，我哋嘅過去嗰1000年或者1萬年咧，我哋人類嘅地圖咧冇乜變到，我畫到咩嚟已經全部100年。嗱，大家知道香料、絲綢。嗱，香料就喺東南亞、印度。咁我哋點去歐洲嘅咧？咁基本上係幾條路線嘅啫。第一條路線咧，就係經過阿拉伯海入紅海。嗰陣時冇蘇伊士運河，咁啊經過咗駱駝拖出嚟亞歷山大港，就一路可以坐船，就去到威尼斯，或者去到意大利。呢條一條路線 ，OK。另一條路線咧係有而家最大火嗰度，有波斯灣，由波斯灣咧就行過阿拉伯沙漠，去 OK。睇行邊條路啦嚇，有時打仗封咗就冇啦嘛。另一條路線咧就係中國嘅絲綢之路，啲香料咧係經過呢度土耳其啊，咁行埋呢條裏海，咁呢度係一個高關嘅索山，
呢度可以咁樣四條輸落嚟，嚟到呢度，呢、個叫做卡法。呢度畫得唔夠仔細啊！呢度克里米亞半島即係而家打仗打到菲律賓嗰度啊！克里米亞半島嗰度咧，喺1000年前都唔係2000年前，你叫500年前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海港叫卡法。咁呢度咧就君士坦丁堡，即係而家伊斯坦堡，我估大家都去過嘅。咁啊到呢度咧，咁啊卡法當年咧係由威尼斯人啊控制。咁卡法可以咧經過君士坦丁堡，仲係東羅馬帝國時候咧，然後出地中海，就去威尼斯，去咗意大利，然後集散咗出去。咁呢條咁嘅呢幾條貿易路線咧，已經足略有1000幾2000年時間。咁但係點解即係歷史學家將近代史揭發佢1453年啊？因為喺1453年嘅5月29日嗰日咧，鄂圖曼帝國軍隊咧就攻陷咗君士坦丁堡。攻陷君士坦丁堡咧，咁啊呢條貿易路線咧就斷咗咯喎。咁喺經過埃及啦，即係而家埃及呢條貿易路線咧，一直以嚟咧都係回教國家嘅軍隊控制嘅。咁即係話以前咧威尼斯人咧可以靠喺黑海嘅貿易路線，可以運啲香料絲綢去歐洲，但係咧俾鄂圖曼帝國攻陷咗君士坦丁堡咧，呢條貿易路線中斷咗。再過20年，喺1475年，鄂圖曼帝國攻陷埋卡法，即係你連本應啲香料啊、啲絲綢去到卡法咧，可以行陸路遠啲啦。即係其實運輸最好係海路嘅，到現在都係㗎。陸路好唔好嘅？特別嗰陣時啲道路條件啊，海只要你唔沉船，一定冇事，一定到。沉船大家冇得玩，但係如果你唔沉船嘅話咧，海路永遠係最安全嘅。我喺個船度瞓覺啫嘛，係嘛？你行路仔你騎駱駝騎馬都好啦，幾辛苦啊，係嘛？而家冇嗰陣時冇 highway 㗎嘛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喺整個嗰個東西方貿易路線咧，就俾回教徒攆住個喉嚨啦。下邊嗰個係馬魯克叫做馬魯克流帝國，北邊嗰個鄂圖曼帝國。咁啊，再過幾十年之後咧，成個中東都俾鄂圖曼帝國統治咗。咁突然間呢啲咁嘅貿易路線斷咗，咁點算咧？1475年開始喎，咁要諗計啊，要諗計。咁啊，最初咧就喺伊比利安半島，有兩個國家，一個葡萄牙，一個西班牙。咁喺1492年咧，當時歐洲好驚嘅，因為佢鄂圖曼帝國攻陷咗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咧，基本上整個巴爾幹半島 Balkan 啦，即係而家都係軟落落嗰度啦，到希臘啊，呢啲冚唪唥以前都係東正教國家嚟，基督教國家嚟㗎，全部俾鄂圖曼攻陷晒。咁啊，歐洲好恐慌，好驚啊，因為佢哋受到即係回教徒嘅攻擊。即係除咗十字軍有100年時間係即係打翻去中東之外，基本上係回教勢力好大。咁仲有咧喺以前再講翻係公元7世紀、8世紀啦，應該係711年咧，回教徒咧喺呢度咧一路打到去西班牙，成個西班牙半島、伊比利安半島咧都俾回教徒攻陷咗。回教咧統治咗西班牙足足700年。咁啊到咗492年咧。即係回教徒咧，開始即係要退縮到去南邊呢個情況。咁啊，呢個係叫做西班牙復國運動。如果你去西班牙，你知㗎，佢好多建築物咧，當然係西班牙天主教國家啦。但係好多建築物咧係回教式樣㗎。你去巴塞隆拿都好，去咩Granada 都好啦。啊 Mandy 你去冇咯？去嗰度幾多錢？嗰啲建築好有特色，佢都唔拆佢嘅。佢嗰度咧，咁就回教徒統治咗好耐。咁喺492年咧。嗱，當時咧喺呢度咧喺西班牙咧好多啲細個國家，其中一個就即係巴塞隆拿嗰個地方叫阿拉岡 Aragon， 有一個卡斯蒂爾。咁啊，最大呢兩個國家卡斯蒂爾同阿拉岡咧個國王同皇后結咗婚，咁啊統一咗，總稱叫西班牙，英文叫 Spain， 所以叫 Hispania 咁。咁咧就將1492年咧就將啲回教徒趕走咗，即係恢復翻西班牙。即係唯一咧，基督教喺歐洲咧，即係打得贏嘅咧，
打完回教徒咧就係西班牙人。所以現在我哋睇啲西班牙人啊唔打得仗㗎，又中意即係跳舞啊、飲酒啊，即係懶懶散散，唔係嘅喎。喺500年前咧，西班牙係好強啊，佢啲軍隊啊好打得嘅 ，OK。因為成個歐洲都唔夠回教徒打，係佢先可以將回教徒趕翻來。嗱，佢哋唔同，佢唔係奧圖曼帝國嚟㗎，佢啲叫摩爾人 ，OK，喺北非嘅阿拉伯人 ，OK，我趕走咗佢哋。咁趕咗佢之後咧，嗱，因為在呢個階段咧，佢西班牙同葡萄牙都近海嘅。咁佢哋一開始咧喺15世紀中葉咧已經開始航海事業去揾，咁如果葡萄牙人咧就開始沿住非洲開始行，希望揾個新航路去到東方。咁雖然你路封咗，但佢嘅已知嘅世界係咁噶嘛，咁呢度封咗咪行唔到咯。咁好啦，咁啊到1492年咧，當西班牙統一咗呢個伊比利亞半島同埋葡萄牙之後咧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啦，個故仔係哥倫布啊嘛。1492年咧，卡斯蒂爾個皇后Isabella 咧，就將資助咗哥倫布3條好細嘅船，咁啊去揾新航路。佢因為當時哥倫布咧，嗱其實唔係哥倫布㗎，喺嗰個年代咧，基本上咧，大部分嘅航海家都知道地球係圓嘅，不過仲未證實。大家出嚟遠嘅，未證實到嘅啫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好簡單啫嘛。佢話你企喺高山嗰度，你望下，你見一隻船行埋嚟咧，唔使望遠鏡嘅，一定係圓嗰個船有個桅杆上嚟，見到個桅杆先慢慢出嚟噶嘛。同埋呢個望海咧係咁樣型嘅喎，即係呢個地球應該係圓嘅，唔應該係平嘅咁。咁但係你要證實佢噶嘛。咁哥倫布深信咧，我向西行，我就可以去到中國。咁於是乎咧，佢就同Isabel 皇后講。你資助我，咁咧去到中國，去到印度，我揾到呢啲財富咧，咁啊大家對分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哥倫布係拎住一封信，就係俾中國皇帝嘅，係邊個唔知？即係我如果去到咧，見到陸地，即係中國，咁啊當然啦，就我話哥倫布去到就唔係中國啦，佢一直都以為去個即係加勒比海去咗5次，佢一直都話呢度印度，所以點解我哋後來以前啦，我哋叫呢度啲全部叫 Indian、Red Indian 就咁解。東印度群島呢度叫東印度群島，西印度群島 OK。咁喺同一年咧，葡萄牙人咧，即係遲啲啦，1498年又遲幾年喎。葡萄牙人咧就經過好望角，一路去咗印度。嗱，呢段好關鍵嘅日子嚟㗎。點解或者1500年咁緊要咧？就係我哋發覺，我哋知道，我哋唔一定要靠回教國家。我哋可以自己揾條新航路，遠啲，但係我哋自己嘅船可以一路去到印度。嗰個係呢個係達伽馬，呢個哥倫布。呢個就係叫我哋海上新航路、大航海時代嘅開始啦。就係咁開始。嗱，大家都應該知道美洲㗎啦，喺南美洲基本上都係講西班牙話。就係有一個國家唔係講西班牙話嘅，巴西講咩話嘅？講葡萄牙話。點解講葡萄牙話？因為地形喺1494年咧，當哥倫布翻到去啦，咁啊知道咧喺西邊咧係有陸地嘅，咁啊因為葡萄牙人行去好望角咧，喺1488年嘅事啊，佢一步唔係一次嘅行晒㗎，一年行嗰啲，幾年行嗰啲，咁樣落到嚟，咁啊。1494年咧，當時嘅教皇咧，即係唯一呢兩個國家打得，其他東邊嗰啲唔打得嘅，對住回教徒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哋知道西班牙人已經係去到即係西邊揾到陸地，葡萄牙人就揾到東邊可以去到印度，咁啊要分贓㗎，唔好聽就分贓。咁啊同教皇同佢哋講數，咁啊喺1494年咧就西班牙同葡萄牙咧就簽咗條條約，就咩？就係劃分世界。嗰個當時教皇應該係亞歷山大6世，有一條叫做教皇指五線，就係西經36度，以東嘅係葡萄牙嘅，以西嘅係西班牙嘅。咁如果地球圓嘅後面嗰度邊界啊？唔知畫咗先，畫咗先。咁啊唔知咁嘅正路啫，係嘛？即係西邊成個美洲都係
西班牙㗎啦。點知嗰條界咧畫一畫啄，你知大家南美洲條啄咗出嚟㗎嘛嗰度，啄正嗰度，嗰條叫帕西。佢兩兄弟好嘢喎，大家同意冇問題。即係咁，啄於嗰嚿就係你㗎啦。所以巴西變咗葡萄牙殖民地就係咁嚟㗎啦。OK 我唔係講笑係真㗎。等於我哋 Point Roberts 啫嘛。Point Roberts 都係美國嘅啫，因為我哋嗰陣時1846年簽嗰條俄勒岡條約，北緯49度喎，一路拉過嚟，好易啊！我哋行過啦，就我哋 Melling Park 係咪 Melling Park 我哋行過咯，嗰條真條街拉過嚟，好容易畫啫嘛。出咗和平喺對面陸地喎，連住大陸嘅喎，嗰度係49度以南喎，咪美國嗰度俾你咯。OK 嗱，咁咧就係西班牙同葡萄牙嘅大航海時代嘅開始。咁西班牙點咧？咁西班牙當然啦，當時佢係歐洲嘅第一強國。咁佢就喺夠位唔緊要啦。咁佢嚟到之後咧，但係當時美洲咧，當然原住民多數。咁歐洲人第一次嚟到，咁當時美洲咧仲有兩個帝國喺度，一個就係喺墨西哥嘅阿茲特克帝國，一個就喺秘魯嘅玻利維亞嗰個叫做印卡帝國。咁喺1521年咧，西班牙人咧就摧毀咗阿茲特克帝國，而10幾年之後，1533年咧，12年之後咧，另一個征服者就攻陷咗印卡帝國。嗱，佢哋用嘅兵好少㗎，攻陷印卡帝國嗰個最出名嘅戰役咧，就係一個將軍啦，叫 Francisco Pizarro 咧，只係帶咗168個人。咁同印卡帝國個皇帝見面。嗰日印卡皇帝咧係自己近衛嘅保鏢已經有4000個，但係西班牙人好滑，一出嚟突襲係嘛，好似而家咁突襲，咁將所有4000個軍隊全部殺晒。嗰個印卡皇帝最後尾嗰個皇帝咧，阿帕普羅瓦生擒咗佢捉咗佢。嗰時佢哋有槍係咪？唔係，嗰度好少，嗰啲係嗰時1533年嗰啲係火繩槍啊，好慢嘅。嗰陣時要2-3個人先射到發。最主要咧，西班牙有鋼劍，有盔甲。而印卡帝國啲人咧，印卡帝國係點咧？佢係冇金屬嘅，佢都黃金，但係我哋做裝飾品嘅啫。佢哋唯一嘅武器咧就係嗰啲火山石嗰啲刀，即係玻璃嘅。咁你打啲木棍玻璃打上去啲盔甲度係冇用㗎，所以佢哋嗰西班牙軍嗰日殺人就好似斬菜咁樣，殺到手軟。咁但係最重要嘅武器咧，就唔係呢啲鋼盔刀劍，而係細菌、病毒、天花、流行性感冒。因為喺舊世即係新世界啲人咧，佢同我哋舊世界脫離咗15000年，好多嗰啲病毒咧，佢哋未接觸過。咁突然間一接觸咧，就成條村，包括墨西哥、包括南美洲啲印第安人，全部大幅死亡。短幾十年間咧，佢哋人口減少咗90%，唔係屠殺，而係病菌。佢哋唔知㗎，西班牙人都唔知㗎嚇。但係點解我哋又冇事咧？因為我哋同啲病毒一齊發展㗎嘛。我哋咩嗰啲豬型流感啊嗰啲係點啊？因為我哋同啲豬啊一齊住㗎嘛。歐洲人一樣，中國人一樣㗎嘛。中國人就係嗰啲上面住人係都養豬㗎嘛。咁咗啲病毒咧出現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咧就以前就醫療條件差，10個兄弟姊妹咧長得大分鐘3-4個㗎咋，大部分死晒㗎。咁你死剩嗰啲咪啲有抗體咯？你英國都係㗎，你見啲鬼仔鬼妹啲豆皮啊，就係幾百年前佢哋啲天花嘅時候，佢唔死得㗎嘛，剩翻咪有後遺症嗰啲豆皮咯。好啦，咁西班牙咧嚟到呢度之後咧，就發覺佢哋目的係想揾香料啊嘛，點知冇香料呢度，香料唔係呢度，香料喺嗰邊。但係呢度有咩？有金銀，秘魯、墨西哥到現在都係產金產銀嘅大國，掘咗幾百年啦。咁但係咧呢度啲印第安人咧，基本上都死得七七八八。咁既然死得咁多嘅時候，佢去邊度揾人啊？於是喺非洲將啲黑人販埋去做奴隸。哇！趕快啲時間。好啦，咁到1570年咧，講係過咗幾十年咯喎。西班牙人咧就經過咗嗰陣時未有巴拿馬運河㗎，咁佢哋咧就可以喺度咧，麥哲倫啦喺1519年啦，就做個環球航行。大家知啊，麥哲倫，又係西班牙咧，西班牙佢係葡萄牙人嚟㗎，不過係西班牙資助佢
咁啊經過3年時間咧，由西班牙出發翻西班牙，但麥哲倫喺菲律賓死咗，咁啊證明咗咧地球真係圓㗎啦，即係以前嘅200年來嘅觀念係啱嘅，地球係圓嘅，你轉翻轉頭係得嘅咁啊，到1570年嘅時候咧，佢將菲律賓啊都攞咗做殖民地。點解要講咩叫菲律賓咧？因為當時嗰個西班牙國王咧叫菲利普二世 （Philip II），菲利普二世，所以菲律賓個名就係因為當時菲律賓係一個即係部落社會嚟㗎嘛，冇一個國家，好似中國咁，咁就叫做菲律賓啊。咁呢個係西班牙帝國嘅成員咯。講埋葡萄牙先快。咁葡萄牙咧喺我頭先睇過1498年啊嘛，用紅色嗰度葡萄牙。咁啊去到印度，去印度咧就發覺話呢度真係有香料，因為以前嘅香料咧就經過呢度入去波斯灣係賣俾鄂圖曼帝國。鄂圖曼帝國咧中意賣俾歐洲，中意唔中意咧我淨唔賣俾你，賣俾你都好貴價錢。等於而家中國啲稀土啊，我中意賣俾你，唔中意我就拉唔賣俾你，你俾錢我都唔賣俾你。咁葡萄牙人咧去到印度之後咧。就將啲香料咧販賣翻去歐洲，係真嗱呢個因為為咗香料而嚟噶嘛。咁喺1498年咧之後咧，咁係呢條寫啦。喺1510年咧，呢個地方叫果亞，而家喺印度都係好出名嘅旅遊地方嚟嘅，係裏邊有啲葡萄牙人嘅後裔喺度住嘅。1510年講啊，高啊，叫榮啊。咁咧喺1511年咧，佢嚟咗馬六甲喎，好近馬來西亞半島喎。嗱，中國人去馬六甲咧已經早過佢起碼幾百年㗎啦。喺鄭和嘅時候咧，中國人已經去馬六甲。如果你去馬六甲旅行，你見到有鄭和個井啊、古廟嗰啲啊，但係中國全部打算喺嗰度做殖民地嘅。我哋做我嚟幫你買嘢，平買。但係咧，葡萄牙嚟到咧。就將個由嗰個蘇丹咧就趕走咗，自己建到個殖民地喺度。跟住咧，你去一步一步㗎。咁啊喺1512年咧就去咗印尼香料群島。點解咧？你喺印度啊，你都係經過阿拉伯嘅人或者係華人將啲香料賣去印度，然後佢幫你買運翻去啊嘛。最直接就去嗰度搶啊嘛，原產地。中間冇咗咩啊？嗰啲 retailer 賺晒佢，我自己做晒。咁啊唔單止咁喎，咁佢哋班友喺1513年嚟咗廣東喎，嚟咗廣東係第一次即係有正史記載歐洲嘅商船歐洲嘅船啊嚟到中國。因為以前歐洲人你嚟過中國㗎，馬可波羅啲時候已經有㗎啦。不過咧係經過轉折，佢點解？明朝啊？因為明朝咯，嗰時明朝咯，明朝咯，咁喺1513年嚟到中國之後咧，咁佢哋住咗喺邊度？你知唔知啊？佢哋住咗喺大嶼山，如果你中國記載嗰個叫屯門島。咁你知基本上呢班人啊，葡萄牙、西班牙都好多海盜嚟嘅嘛。咁嚟到梗係蝦蝦霸霸啦咁。中國嗰陣時明朝我提過喺屯門咧有軍隊㗎嘛。終於喺1521年咧，一嚟之後幾年咧，中國同佢哋咧即係同葡萄牙人發生一場好大嘅海戰，叫做屯門海戰。而家地點不可考，估計咧應該赤鱲角機場望出去嗰度。伶仃洋啊嘛。唔係，伶仃洋再出啲啊嘛，佢就對正嘅，即係咁近。嗱，你喺赤鱲角機場望對面屯門咯，就喺嗰度打。咁葡萄牙人就大敗喎，俾明朝啲水師打到佢一仆個碌喎。咁班友咪走咗，走到驚啊！咁又幾年之後啦，應該1557年咧，咁翻到嚟就賄賂中國嘅一個手臂，咁俾佢澳門登陸曬貨租地方。嗱，記住啊，唔係殖民地嚟㗎，係葡萄牙人租中國嘅地方。每年好似500兩到600兩係俾啊，一路到咩到鴉片戰爭之後，葡萄牙先唔俾，先係話我澳門係我管嘅。因為在此之前啊，鴉片戰爭之前咧，嗰幾百年啊，呢個地方係租嘅，係澳門嗰個司法體系咧係香山縣嘅縣令負責嘅。
即係你係租地方，你係租間樓嘅啫。你可能搞個業主委員會，你幾條友，但係即係呢個業權咧係中國嘅。香山係咪即係中山嗰邊？香總人依然叫香山啊嘛，而家喺度做中山。咁嗱，咁呢個就係咁當然啦，喺1521年咧，佢攞埋石蘭。咁啊，葡萄牙好得意啊！葡萄牙咧喺非洲有殖民地係咩咧？安哥拉同埋莫桑比克。嗰啲船因為嗰陣時啲船咧只能係沿住海邊行㗎，即係嚟到呢度係咪攞補給？點解要咁樣行咧？因為攞補給用啊。咁咧一路到呢個佢繁榮咧，足有成一路到後來咧，有百幾年嘅時間，直到咩咧？啊！咁我而家講咗兩個強權啫喎，就係西班牙同葡萄牙。啊？咩啊？點解西班牙可以攞咗菲律賓嘅？因為係 West 啊嘛。係啊。咁嗱，我知係啊，唯一例外啊嘛。咁因為覺得首先咧喺1570年嘅時候咧，葡萄牙已經開始衰弱啦。仲有一個原因嘅，嗱一間會講埋嘅，因為嗰陣時葡萄牙已經唔存在啦，冇咗葡萄牙呢個國家，俾西班牙兼併咗。啊！一陣間我講到荷蘭嗰度會講，唔好意思，唔緊要啊。咁啊嗱，如果講對影響啊嘛，嗱西班牙對現今嘅世界係咩影響？唔多係咪？除咗拉丁美洲，即係由墨西哥一路到南美洲，都係講西班牙語。但係除此之外，西班牙嘅影響力喺世界上微乎其微，係嘛？葡萄牙一樣，葡萄牙更加弱。海上海上霸主啫嘛，當年係啊嘛，當年係唔係陸上咯？都係陸上啊，陸上。佢喺歐洲好強，因為我講荷蘭就會講佢嘅下一個。因為葡萄牙咧，就除咗澳門啊，或者有葡國雞啊，或者係即係食下葡菜啊、葡撻啊，葡萄牙根本影響力更加細，更加就捉翻而家歐洲嘅國家啊，好平靜靜過翻佢哋1000年前嘅生活。冇曾經輝煌過，但係你睇到佢個軌跡啊，都係大概150年左右嘅啫。跟住荷蘭出場咯喎，睇佢先。嗱，過去500年咧，第1、2個強權咧就係西班牙同葡萄牙。第3個強權出現咧，就係荷蘭。荷蘭喺呢度好細嘅地方嚟嘅啫。咁啊，但係喺1519年，即係過500年啦，一路到1648年，呢差唔多130年嘅時間咧，荷蘭咧係西班牙嘅，唔係自己嘅國家嚟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當時歐洲國家咧嗰啲皇帝啊、皇后嗰啲仔女係咁嘅原因。溝埋咧，咁啊到1919年嘅時候咧，西班牙嘅領土咧，就除咗當然西班牙啦，仲有半個意大利、薩丁尼亞，跟住仲有荷蘭，跟住仲有成個奧地利帝國，跟住由佛羅里達一路到墨西哥，西班牙帝國係咁大嘅，OK，係咁大嘅。最鼎盛嘅時候咧，就1570年嘅時候咧，佢攞埋菲律賓，一般啦。咁啊，荷蘭當然就係唔服氣，因為唔服氣最主要原因係咩咧？當時喺1519年之後咧，宗教改革，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。咁喺歐洲咧就分開新教同舊教，舊教天主教，新教基督教。咁荷蘭咧係接受到新教，西班牙咧係堅定嘅天主教國家。咁啊，呢啲新教嘅子民啊，當然係唔服舊教嘅老細㗎啦。咁於是乎咧，荷蘭人咧就喺1568、1648。打咗80年嘅獨立戰爭，打仗反抗西班牙統治，打咗80年，即係以當時嘅年紀嚟講，打咗2代人反抗西班牙，我哋要獨立。咁嗱，荷蘭好細嘅國家，當然唔係一年都打，可能打幾年就停一停，跟住停幾年之後又打過咁樣咁。咁啊，但係有一個荷蘭都冇嘢嘅，但係關鍵性係咩咧？喺1580年咧。葡萄牙俾西班牙食咗喎，因為在此之前咧，荷蘭啊，因為近海啊嘛，佢種貿易點咧可以去到葡萄牙，
因為葡萄牙已經係攞咗好多香料，攞咗中國啲茶葉，因為攞到澳門啊嘛。咁仲有即係點解我哋喺葡萄牙叫茶做咩㗎？茶 CHA， 因為佢喺廣東引進茶嘅 CHA 叫茶。咁佢哋荷蘭人咧就可以喺呢度攞咗好多東方嘅商品賣翻去歐洲啊嘛，經過佢可以賣去北歐啊嘛 ，Scandinavia 嗰啲國家噶嘛。好衰唔衰？1580年咧，西班牙食咗葡萄牙。點解食咗葡萄牙咧？因為當時啲貴族好中意打仗嘅，呢一個戰役咧，葡萄牙國王同埋班貴族咧全部戰死晒，冇人繼承。咁西班牙啱啱冇人繼承，我攞埋你啦。咁所以話你同我搞獨立戰爭啊嘛，我會俾你好日子過，斷晒你啲貿易，唔俾你做貿易。咁荷蘭人咪坐咗喺度，佢已經人口唔夠多，商業經濟唔好繁榮，咁點算啊？我既然你葡萄牙可以做貿易，我都去做貿易啫。咁於是咧喺1602年荷蘭就成立咗一間叫東印度公司，係荷蘭嘅東印度公司。東印度公司有兩間㗎，一間係英國嘅。就早2年喺1600年成立嘅，1602年上嗰間係荷蘭嘅東印度公司，都有200年歷史㗎，好勁㗎都。咁你成立啲公司係點咧？咁我出去揾食咯。好快喎！佢哋喺1605年即係3年之後咧，已經去咗印尼喎，嗱，當時點解咧？因為荷蘭事實上咧，佢有個花名叫海上馬車夫啊嘛。佢哋航海技術好嘢嘅，冇得定嘅。造船技術好嘢，因為佢近海啊嘛，近海邊啊嘛。咁一直以嚟咧都係靠通商嘅。咁你即係為咗你生存，你一定要做搞貿易，你個航海技術都要好。咁佢咧3年之內咧已經去到，因為嗰陣時咧葡萄牙已經冇咗㗎啦，俾西班牙食咗啊嘛。咁於是佢輕易地咧去到嗰度攞立足點。咁喺1619年咧，就佔領咗現在耶加達。嗰陣時佢用佢哋嘅名叫巴利維亞喺巴利維亞嗰度，咁就做咗個立足點啦。咁咧係喺嗰度咧，就將葡萄牙人咧趕唔晒攞咗大部分嘅香料貿易權，就運翻去荷蘭，咁做咗荷蘭嘅繁榮。咁當然啦，荷蘭人唔係咁淨係睇呢樣嘢㗎啦。佢哋啲葡萄牙可以經過澳門，呢個呢啲3個喺澳門同中國做生意。賺咁多錢，因為我唔可以咧咁。於是乎咧，喺1610年咧至1622年呢幾年佢唔單止去印尼，佢走上嚟澳門。大家都去過澳門㗎咯。中山炮台啊，東望洋炮台，大家都知㗎，唔係玩㗎，好似真係打過仗。喺東望洋炮台落去下低，佢叫做德勝公園啊！啲澳門唔會淨去葡京啊，我哋睇下呢啲歷史古蹟。點解咧？因為喺呢1610至1622年荷蘭人已經到咗印尼，到咗遠東。咁佢哋嚟到澳門，你點啊？既然你葡萄牙人都俾西班牙征服咗啦，不如我取而代之啦！我可以直接同中國做生意啊嘛。咁咪試過好幾次咧，攻打澳門。咁澳門嗰陣時咧，葡萄牙守軍唔多㗎，啲神父都做埋兵啊，做埋炮兵。好嘢喎！得100幾人㗎啦，守住澳門嗰陣時，你因為係1622年即係400幾年前啦。咁將荷蘭人趕走咗，好嘢，守得住。所以葡萄牙有個名㗎，我俾葡萄牙後來即係復咗國之後咧，俾翻佢即係堅持咗，佢趕走咗荷蘭人。咁荷蘭點算咧？佢突然嚟咗呢度，你搞錯。澳門打唔入啫，但明朝佢唔敢打㗎嘛，打台灣。係大家知道。係。1624年咧，嗰陣時應該係睇下先，1624應該係天啟3年。咁明朝差末年㗎啦，即係天啟呢個皇帝啊嘛，最後尾係崇禎啊嘛。咁嗰陣時台灣唔係中國㗎，即係中國外交部成日講台灣自古是中國的領土，唔啱嘅。起碼1624年嘅時候唔係中國領土。中國咧明朝咧管到邊度咧？管到澎湖列島，即係唔喺台灣島嗰度。呢另外一個原因啦，中國啲船咧，即係嚟南洋嚟馬六甲甚至去印度嚟南洋去印尼咧好多㗎。但係去台灣咧好難嘅，去唔到㗎，因為呢個係同風向有關係。
因為我哋咧以前咧就係行東北季候風咧就落南洋，咁啊到即係第2年啦，咁啊夏天嚟㗎，咁西南順風就翻到去，咁好順嘅啫。但係過台灣海峽咧，你睇一睇打橫㗎嘛，好易反艇嘅，所以冇乜人願意去台灣嘅。咁啊直到後來航海技術改變咗，直到蒸汽輪船出現咧，我哋先至去台灣大量移民。呢個係清朝以後嘅事嚟㗎啦。咁啊荷蘭人就霸咗台灣，幾耐咗？一路到鄭成功收復台灣1661年咯，即係幾多啊？37年咯。鄭成功一路咧收復台灣㗎嘛，我哋民族英雄㗎嘛。其實唔係收復台灣，嗰時台灣都唔係中國嘅，你話收復台灣啫嘛。咁係咩咧？咁喺1625年啦，講緊荷蘭啦，即係我講呢啲係比較難搞啲嘅，因為咧時間同埋中域3維空間啊，你加埋4維空間咧就亂晒龍嗰啲，咁唔係4維空間畫唔到出嚟㗎嘛。1625年咧，荷蘭咧就去咗而家 New York 嘅地方喎。嗰陣時咧點解咧？因為當時咧英國、法國、荷蘭咧都知道美洲係可以開發嘅，亦都冇人嘅。但係嗰陣時咧西班牙仲好強，咁早西班牙就霸住咩？由墨西哥以南一路到智利到阿根廷。咁你唯一可以去嘅地方咩咧？就北美，法國再加拿大去咗條街，英國咧去咗維珍尼亞州，因為去咗維珍尼亞州。咁啊荷蘭就點啊？夾住中間嗰度就去咗而家嘅 New York 嘅地方，曼哈頓啊，去曼哈頓。咁啊建立一個堡壘，嗰個堡壘咧就叫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。哦，1625年就啊 New Amsterdam 喺嗰度殖民嘅，就點啊？開始做皮草生意。所以 New York 咧就唔係英國人開始開發出嚟嘅，而係荷蘭人開發出嚟嘅，就係在此之前係原住民嘅。咁因為佢同咗英國開始有衝突，因為英國當時開始崛起㗎嘛，即係英國第一提過英國、法國、荷蘭就係差唔多同時間崛起嘅。咁啊荷蘭比如4個國家啦，黐喺法國側邊。咁喺1625年嘅時候咧，佢就攞咗阿姆斯特丹。咁啊直到幾多？咁跟住咧喺英國同荷蘭咧打喺17世紀中葉打咗3場好重要嘅戰爭啊，係應該係1652年到1674 3次英荷戰爭。咁點解會打仗咧？咁因為喺之前嗰年咧，英國咧你而家睇啲新聞，其實就同當年都好類似嘅。英國有一條叫航海法，呢個航海法咧就係英國嗰陣時唔夠西班牙打㗎嘛。咁啊，但係我又要即係要做貿易，咁點壯大我船隊咧？就係所有啲貨品運嚟英國或者我哋殖民地嘅地方，即係我哋 Virginia 嗰邊咧，你都要用英國船。舊年阿侵講咩啊？只要中國商船，我要加你稅啊嘛，一樣啫嘛。即係歷史上不斷重複呢啲嘢㗎嘛。咁打咗3次戰爭，荷蘭唔夠佢打，荷蘭唔夠英國打。咁啊到唔夠英國打，咁但係荷蘭唔係冇發展喎。佢1652年咧就攞咗錫蘭，唔係攞咗南非，攞南非。南非當時冇係第一個白人嘅殖民地咧，喺南非咧就係荷蘭人嘅。咁跟住咧喺1656年咧，遲幾年咧就攞埋錫蘭。所以錫蘭最初咧就係葡萄牙㗎嘛，咁後面而家變咗荷蘭㗎。喺1641年再之前呢年咧就攞咗馬六甲。因為你已經葡萄牙冇咗啦嘛，咁我打你好容易啊嘛。西班牙點會兼顧唔到咁多地方？咁啊，荷蘭咧就變咗係喺17世紀中葉嘅一個歐洲強國、世界強國，攞咗南非、攞咗錫蘭、攞咗馬六甲，但係好得意啊，都係大概150年到嘅啫，因為冇咗㗎啦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啊，即係簡單啲講，我驚真係講唔晒。荷蘭到18世紀初已經開始回落，即係頂峰啦。咁啊，到打完拿破崙戰爭咧，荷蘭基本上退出咗世界霸權，就剩翻印尼嘅殖民地。全家呢啲冇晒㗎啦，呢啲俾英國攞晒，咩啊？俾英國攞晒。咁佢保有啲殖民地咧，一路到印尼咧，一路保留到2次大戰完，印尼獨立咗。咁荷蘭咧又翻去，好似葡萄牙、西班牙翻去歐洲做一個小國啊。咁你荷蘭對呢個世界過去500年有乜影響嘅咧？大家而家中意買股票係咪？有啊，唔多唔少買啲係咪？係佢上咗。
啊，鬱金香係其中一個投機，一個投機啫。啊，你都記得鬱金香。 The first bubble。因為荷蘭因為佢地方細，佢唔好似西班牙咁個帝國。我帝國我要做個船隊出嚟得。荷蘭人好聰明嘅，發明咩咧？股份制。喂，大佬，大家成架份啦，一條船，譬如100萬100萬嘅，100萬我一次過分晒落去100萬，沉咗咪 PK 分喺度，唔得，咁咪大家分攤咯。啲人一人一間公司，啊每人買啲股份集資，荷蘭人發明嘅。咁仲有危險嘅喎，咁啊保險業，荷蘭發明㗎 ，OK， 唔係英國㗎 ，OK。所以荷蘭留翻俾世界嘅遺產咧，就係呢兩大樣嘢，保險業同埋股份制。銀行方面咧？嚇？銀行咧？啊？信用嗰啲銀行一樣啫嘛，呢股嚟㗎。銀行就之前已經有㗎啦，喺威尼斯年代，即係威尼斯雖然已經有銀行㗎啦，係點樣係將啲錢擺咗喺度。嗰陣時咧就係唔係啊佢俾錢你㗎，而係你俾錢佢，幫你保住啲金銀幣啊，就唔係。即係銀行嘅概念，即係威尼斯熱那亞嘅年代，即係講緊600年前已經出現咗啦，就唔係500年前出現嘅。咁啊嗱，講荷蘭喎，快重啲。咁咪跟住出場嗰個邊個咧？咁啊當然係英國啦，同我哋淵源甚深嘅英國。邊個出場？嗯？邊個出場？英國。我英國同法國一齊講，因為英國同法國係同一時間起步㗎。同一時間起步㗎 ，OK 啊，用翻嚟先啦。英國嗱，英國咧，你睇佢地理位置好特別嘅，佢就喺歐洲嘅邊緣地帶嚟㗎，從來都唔重要。即係羅馬帝國最強盛嘅時候咧，都係打到去蘇格蘭嗰度頂住長城，打去過喺蘇格蘭邊境嗰度，哈德良長城就擋住啲 barbarian 嗰啲蘇格蘭佬啊，又野蠻又難管治，我唔理你。你最多係管英倫嘅同埋 Wales 嘅啫，啊！咁但係你一直以嚟咧，佢都係一個對歐洲影響不大嘅國家。咁但係踏入咗喺1500年嘅時候咧，呢個世界已經變啊嘛。既然西班牙可以咁富裕，跟住荷蘭又可以出去賺發財，點解我哋唔可以出去發財咧？咁咧，英國最初咧就對世界呢啲咁嘅殖民地咧，佢唔係唔想要，而係冇能力要。咁唯一可以做到咩咧？即係唔好講太遠啦，唔好講亨利八世啦。亨利八世嘅女就係伊麗莎白一世，伊麗莎白女王嘅年代咧。咁啊，當時咧西班牙咧就我哋已經提過好多金同銀啊嘛，墨西哥啊、秘魯啊，一船啲金銀就車翻去噶嘛。咁英國你就拆阿巴就打劫，最簡單㗎啦，我唔識做就係打劫，係咯。海盜，嗰個海盜。但係咧，我頭先提過菲利普二世啊，即係西班牙嗰個國王。攞咗以菲律賓命名嗰個國王咧，菲利普二世。菲利普二世咧同阿伊麗莎白女王係親戚嚟嘅喎，因為菲利普二世個太太咧叫 Queen Mary 瑪麗女王，英國女王嚟㗎。咁啊，即係因為佢殺咗好多新教徒啊，佢係天主教徒嚟，殺咗新教徒。所以點解我哋呢個 cocktail 叫 Bloody Mary 啊？就係咁啊 Bloody Mary 咁嚟㗎，就係講佢㗎啦。咁佢就嫁到俾菲利普二世喎，但係佢自己唔好彩佢早死喎。咁早死咧，菲利普二世話：喂，伊麗莎白啲耳仔啊！不如你嫁俾我一齊啦，咁同你家姐一齊啦。呢啲三百新教徒啦，唔得，咁唔得唔緊要啦。你仲可以打劫姐夫喎。咁啊，菲利普二世嘅西班牙梗係好興，你打劫我係嘛？咁於是咧，喺1588年，佢派當時西班牙嘅海軍係全世界最勁，好似而家美國海軍咁嘅，真係打英國，哦，真係打英國。點知輸晒，嗰啲男仔又追翻嚟咁啊！全軍覆沒。1588年8月、7月、8月，點解會輸啊？首先西班牙嗰陣時啲艦隊咧係好大隻嘅，但係咧佢啲火炮咧射程唔遠啊，細嘅。咁啊英國啲船咧就好輕巧嘅，因為佢走得快，打海盜啊嘛，基本上海盜嚟，皇家海軍前身係海盜嚟嘅。咁啊，加上天氣啦，天氣幫佢啦，咁啊。西班牙即係經過喺英吉利海峽啊 English Channel 嗰度打完之後咧，沿住風去走，點樣去到即係愛爾蘭岸嗰度遇到大風，沉咗大半。即係咁忽必烈打日本一樣遇到神風，都唔係因為日軍海軍勁，其實個天唔幫佢。咁唔係表示英國就崛起咗喎，1588年唔係表示崛起咗嘅喎 ，OK 啊？咁伊麗莎白女王咧，咁啊就係英國即係崛起個象徵，一個 symbol 嘅，一個象徵嚟嘅啫。咁啊，佢喺1603年咧
就去世死咗。咁之後咧，佢哋知道咧喺歐洲咧，咁啊去美洲咧，你唔掂得，因為西班牙雖然打敗咗咧，但係佢知道個大帝國嚟噶嘛，即係墨西哥以南嗰啲個地方咧，你唔敢掂佢，點咧？就去喺1607年咧，就去咗現在 Virginia 呢個地方。嗱 Virginia 呢個地方咧就英國海盜啊，喺伊麗莎白女王嘅年代咧，就去到見咗呢個地方。嗰陣時就冇人嘅，即係唔係冇人啦，原住民喺度，就冇歐洲列強霸住嘅。咁咧嗰個海盜咧就以為一擦鞋啦，叫呢個地方做 Virginia， 因為點啊？因為伊麗莎白女王啦，終身不嫁嘅。咁佢俾個名叫 Virginia， 維珍尼亞州咁嚟㗎 ，OK。咁喺1607年嘅時候咧，英國去到嗰度，咁啊點咧？就喺個地方叫 Jamestown。哇！你而家先嚟，嗰個地方叫做 Jamestown。你而家去到維珍尼亞州咧，喺海邊嗰度有個叫 Jamestown 嘅，就係嗰度第一個 settlement， 就係英國喺美洲大陸嘅第一個 settlement， 就係 Jamestown。咁同一年咧，隔一年啊，法國兩位跟住嚟呢度啊，我上去啦，又喺橋壁喺魁北克登陸。咁啊，跟住荷蘭啲人喺中間啊嘛，荷蘭即係喺曼哈頓嗰度啊嘛。咁咧係嗰度開始咧，就發展佢哋喺北美嘅殖民地事業。咁啊，但係我頭先提過啦，因為英荷戰爭，咁啊荷蘭輸咗，咁喺應該係1664年啊，荷蘭就將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 咧。就割咗俾英國。咁大家知道，你而家成日睇報紙、睇財經日報，華爾街 Wall Street。Wall Street 以前真係叫大家知人叫 Wall Street 係咪點樣？以前點解叫 Wall Street 咧？因為度城牆嗰度㗎。荷蘭佬真係打英國佬，英國佬走埋嚟打佢嗰個城牆擋住英國人嘅，擋住英國人同埋啲原住民嘅，都叫 Wall Street。咁而家變咗世界金融中心。咁啊輸咗之後咧，咁啊荷蘭就將New Amsterdam 就割咗俾英國，咁英國其實改名啦。點咧？因為嗰陣時咧，英國個王儲咧就叫約克公爵，約。咁啊已經有英國第一隻嘅地方叫約㗎嘛，咁咪要約咯。但係呢約個名就咁嚟啊。咁跟住咧，英國人咧就因為西班牙嗰陣時咧仲係強國，但係西班牙嘅地方啊，佢管唔晒咁多㗎。英國就喺加勒比海，即係呢度咧，西班牙唔會理佢啦，就太過北啊，亦都冇金冇銀。咁英國人就開始嗰度咧，再做捉魚啊，有好多鱈魚啊，cod 啊，好多跟住業資源好豐富嘅。咁後來發展皮草貿易，咁啊到英國法國度打啦爭，我哋加拿大嘅皮草貿易嗰陣時開始嚟㗎啦。就黑森飛 company 都係嗰陣時咁開始發展出嚟嘅。咁佢喺加勒比海嗰度咧做咩咧？霸咗好多島，包括咩啊？巴哈馬咩安曼群島 Cayman Island 呢啲地方，我哋做咩咧？仲喺提過嘛？沙糖，歐洲做唔到㗎，即係熱帶作物嚟㗎嘛，即係甘蔗熱帶作物嚟㗎嘛，係蔗嚟㗎嘛。係啲種啲蔗啊嘛。種蔗啦。咁種蔗，但係嗰陣時啲人咧，嗰度嗱加勒比海嘅人啊，而家我哋去加勒比海啦，基本上都係一係白人好少，多數咩黑人。啲原住民咧已經死晒。即係哥倫布去咗美洲之後30-40年咧，加勒比海嘅原住民叫加勒比海人，Caribbean， 但係已經死晒嗰啲人，即係咩病毒啊、屠殺啊、飢餓咁樣虐待啊死晒。咁於是乎咧，英國人咧就喺非洲引進大量嘅奴隸黑奴，因為白人係唔會做呢啲工㗎。因為第一種甘蔗、收割甘蔗、煉糖係好辛苦，就冇機器㗎嘛，係好辛苦嘅嘢。你俾幾高人工咧，白人英國人都唔會做㗎。佢唯一就用奴隸。咁啊，英國人發展一套貿易係點咧？喺英國，即係利物浦啦、Bristol 呢啲地方啦，咁咧就將啲威士忌酒啦、啲槍啦、刀劍啦，即係佢哋嘅高科技產品啦，乜咁啊，運去非洲。咁喺非洲咧，就將呢啲咁嘅威士忌酒啊、槍炮啊，就賣俾呢啲酋長，就叫啲酋長咧入去內陸嗰度捉黑人，細路仔最好，男人最好，即係健壯嘅最好。咁然後咧落咗呢啲貨物落咗船之後咧，呢啲貨船咧就運奴隸，就去加勒比海。嗰時買定搶㗎？嚇？買定搶㗎？買，因為佢黑奴啊，
因為佢唔需要捉，其實即係捉黑人咧就唔係英國人做嘅。英國人就 OK， 阿酋長，我要幾多個黑人，你幫我搞掂佢，我3個月後，我半年後嚟攞。咁有啲嗰啲部落社會，即係原始社會嚟㗎嘛，入去捉人咯。咁佢捉個人之後，咁一串串都黑人好慘啊！你如果去啲非洲啲地方睇下嗰啲運，因為佢捉咗人之後咧，佢唔係可以馬上上船㗎嘛，嗰個環境係嚇死你嘅。一間咁細個房，70人啦，塞咗去幾個月等上船，喺裏邊。唔好意思啊 ，sorry， 喺裏邊未到上船已經死咗半㗎啦。跟住佢奴隸船嗰度咧，你估好似我哋 cruise 咁過癮㗎？佢係個人瞓咗喺度咧，就釘晒腳鐐啊，唔喐得㗎，喺固定位置啊。咁就冇得喐，大小二便都喺嗰度搞掂。咁佢哋用啲海水再同佢洗閘板，所以咧運到去加勒比海咧，又係剩翻1/3度嘅啫。因為佢平冇所謂啊嘛。其實好殘忍㗎呢樣嘢，我覺得中國人都未必做得出，即係但係英國人都西班牙人、英國人、法國人係做呢啲嘢嘅。咁喺度啦，咁呢度收割到啲蔗糖喎，翻返英國。佢每一水咧都唔會嘥嘅，盡量利用。咁呢個三國貿易咧，導致咗英國人因為1620年代開始啊，一路到19世紀中葉，足足200年，為英國囤積咗第一桶金，就係奴隸貿易、砂糖貿易。咁喺呢度做，唔單止係即係賣俾英國人啦，賣俾歐洲嘅砂糖啊。西班牙人咧喺邊度啊？喺加勒利群島咧，甚至我哋嘅加勒利群島嗰度咧都有砂糖，但係唔多，份量唔多。最主要咧都係英國喺加勒比海度做，然後運翻去就運去東歐呢啲國家賺大錢，買俄羅斯賺錢。OK， 咁啊嗱，咁喺英國喺睇先講邊度？呢個1620年代嘅三國貿易啦，開始200年嘅三國貿易。咁但係到我頭先提過英荷戰爭啊嘛，1652至1674，咁啊英國就將荷蘭打敗咗。當時主要競爭喺度荷蘭，但係喺嗰個年代嘅英國咧，同法國係相對友好嘅喎，相對友好喎，因為同個皇儲有關係啊，都係親戚嚟㗎嘛，啊，都係親戚嚟㗎。唔係親戚，唔係親戚，同宗教有關係。當時嘅英國皇室係蘇格蘭皇室啊，佢哋係信天主教嘅。OK， 咁啊，但係後嚟慢慢改，但係英國嘅社會啊，底下階層咧同埋英國啲貴族咧，基本上已經信咗新教。OK， 咁啊呢個另一個話題，因為喺呢段期間咧，喺歐洲我啲唔講啦，因為講歐洲到中歐發生場30年嘅戰爭啊，由1618年打到1648年，就點解？因即係宗教問題，舊教同新教。最主要係以前即係德國而家呢個地方嗰度，神聖羅馬帝國死咗喺德國死咗70人，哇！30年死70人，好慘啊！戰爭咁啊！咁當然啦，除咗宗教，仲有就係利益啦，國家利益啦。咁但係咧發生一件事咧，影響到英國後來嘅改變就係咩？就係1688年咧，喺英國發生叫做光榮革命 （Glorious Revolution），就不流血嘅。就點解咧？嗱，當時嘅英皇咧頭先提過約克公爵啊嘛，佢係皇位繼承人嚟噶嘛，咁啊 New York 係以佢命名噶嘛，但係佢自己咧個名叫 James 啊，咁佢登基之後咧佢叫詹姆士2世，佢阿爸就係即係呢個斯圖亞特王朝嘅開國君主，咁啊到佢老豆查理1世咧就俾呢個叛軍咧就斬咗頭嘅，應該係10年時間係 Republic 嚟嘅，就冇皇帝嘅，咁後嚟佢阿哥復辟咁唔緊要講咁多啦。但係佢上台咧，佢講咩咧？1688年，佢哋本身咧，佢有個女，佢個女咧就嫁咗俾荷蘭。嗱，雖然上面打仗啊，即係下邊打仗啊，但係上面有聯姻關係，因為佢哋冇得揀嘅英國，即係歐洲嘅皇室好悲哀㗎，所以個皇室嫁翻俾皇室嘅，所以個個都低低地嘅，到而家呢個嘢，全部低低地嘅，都問題㗎。低 B 啊！冇話佢你即係近親啊嘛，啊，西班牙同葡萄牙一樣啫嘛。咁你解決唔到呢個問題，咁咪唯有就嫁俾佢咯。咁咧，因為Charles II 咧就冇仔女，咁個皇位咧一定要交俾佢細佬，就係詹姆士2世。咁詹姆2世咧當時只得一個女嘅啫，就係荷蘭女王，又係叫 Mary， 嗰個瑪麗2世。瑪麗2世個老公就係威廉，荷蘭王嚟嘅威廉，佢兩個新教徒嚟㗎，咁佢冇問題啊，英國人講都冇問題啊。
點知好死唔死佢詹姆二世登基之後咧，佢生咗個仔喎。咁佢哋即係第二個老婆生咗個仔，咁佢同國會講係嘛，我會將呢個兒子咧訓練成一個天主教徒。哇！大件事啊！叛教因為英國嘅貴族啊，英國民間唔容許啊嘛。我哋而家睇嚟好普通啊，我哋咧宗教自由冇所謂啊。但係當時嚟講咧，血海深仇嚟嘅大佬，殺你全家都係因為呢句説話咋。咁啊，於是乎英國啲貴族咧起嚟反抗，就逼令佢退位，然後歡迎咧威廉三世同埋瑪麗二世翻去英國度落低，視之為光榮革命，因為冇流血。咁啊，詹姆二世走咗去法國，因為佢同法國老友啊嘛，走咗去法國。咁咧變咗荷蘭咧，最初係同英國打仗噶嘛，但係突然間荷蘭王亦都係英王，冇問題咯，冇問題。咁反為咧之後咧，因為咁嘅原因咧，英國同法國咧就開始有正面嘅衝突啦。咁當然啦，唔係淨係即係話你收留咗嗰個分軍咁嘅，而係因為利益嘅衝突，大家喺北美已經喺魁北克同埋喺 Virginia 嗰度開始爭地盤啦，爭皮草貿易啊嘛。咁喺1688年之後咧，咁啊因為你英國同法國又開始有衝突啦。咁喺1689年到1815年咧，嗱大家知道英法8年戰爭聽過㗎啦，聖女貞德都聽過啦，8年戰爭嗰次第一次8年戰爭，嗰次係1337年打到1453年，又係東羅就係君士坦丁堡陷落嗰年。第二次8年戰爭咧，就係1689年打到1815年，就係主要英國同法國打，亦都唔係話一直咁打，係好多唔同嘅戰役，其中包括咩咧？西班牙皇位嘅承戰爭、奧地利嘅同皇位嘅承戰爭、7年戰爭，嗰啲係咪都關加拿大事？因為到唔使唔好講咁多。7年戰爭係1756年到1763年打7年。嗱嗰次咧應該講係一個世界大戰嚟㗎，係英國同法國打仗。唔單止歐洲打，喺印度打，喺加拿大打，即係紐約啊、波士頓啊、紐約啊，到 Quebec 啊、Montreal City 啊嗰度打嘅，因為世界大戰嚟嘅。咁嗰場戰爭好不幸地咧，法國全部輸晒。咁輸咗之後咧，咁啊將魁北克割咗，法國割咗俾英國。所以點解我哋一部分即係英國殖民地而家嗰度講法語咧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因為法國輸咗。咁啊，唔單止輸咗，佢連印度都輸埋喎。咁啊，印度成個俾英國攞咗，咁啊，只有保留咗幾個據點俾法國，因為叫到印度獨立先赤晒法國佬走啫，同埋英國佬走埋啦。咁當然係啲加拿大，大家知道你去東部去東部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島係法國㗎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去好東部嗰度唔係即係。喺加拿大又坐 ferry 可以到嘅，但係嗰度係法國嚟㗎。OK，你坐船嗰度法國嚟㗎，就留翻啲點俾你。英國人就將嘢唔係咁絕嘅，喺度留一手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英國咧就變咗係一個世界嘅霸主。嗱，仲有幾點我要睇嘅。喺我哋已經提到啦，喺西班牙皇位繼承戰爭1701年到打咗1714年，打13年。咁咧。我點解要講呢樣？因為呢個係即係英法第二次8年戰爭嘅其中一樣戰役嚟嘅啫。但係最關鍵咧，就1703年咧，英國攞咗直布羅陀。記住呢件事係自己啦，英國攞咗直布羅陀。呢件事咧就標誌咩咧？西班牙帝國的衰落，同今日絕對有關係㗎。因為你諗下啦，直布羅陀黐住西班牙啊嘛，大家去過黐住西班牙啊嘛。咁你喺自己嘅地方，居然俾個歐洲強國霸咗都唔嗰陣時，英國都唔係真係好強國啊，啱啱崛起啫嘛，攞咗你嘅地方，咁啊，即係標誌西班牙已經係開始沒落㗎啦。咁啊，再打完到英法8年唔係呢個7年戰爭打完咗之後咧，咁啊跟住咧就美國獨立1776年。英國雖然打贏咗啫喎，但係13年之後咧。美國獨立喎，美國獨立，法國幫佢㗎，因為你打低我嘛，我報一線之仇，你美國成個地方就俾趕走英國人，咁英國人就走翻去加拿大，佢變咗而家我哋加拿大 OK 咁但係跟住咧，又10幾年之後，1789年咧法國大革命，隨之而來嘅拿破崙戰爭，歐洲打咗打到1789、99、09、19，打咗25年戰爭直到咩咧？
直到1815年6月18日，發生咩事？滑鐵盧戰役，拿破崙全軍覆沒。咁咧，英國就標誌咗佢係世界霸主，由1815年開始。咁啊，打完拿破崙戰爭之後咧，英國攞咗咩咧？攞咗荷蘭嘅南非。因為點解荷蘭會俾英國蝦咧？因為拿破崙戰爭嘅時期咧，荷蘭都俾法國攻陷咗，亡咗國，你都亡咗國啦，講乜鬼嘢啫？咁英國順理成章攞咗南非，攞咗馬六甲喺1824年。點解即係馬來西亞半島啊，會係成個俾咗英國嘅咧？就之前係荷蘭噶嘛？你睇馬六甲為例啦，最先葡萄牙嘅，跟住荷蘭嘅，跟住而家係英國嘅。由1824年開始，一路到英國佬走係1957年啦，大概130年度啦，130年度。你睇到呢啲強權啊，基本上喺唔好嘅地方咧，大概100年。我平均數大概150年啦。咁啊，英國咧就踏上咗日不落的帝國，世界上第二個日不落的帝國英國，第一個係西班牙，因為統治嘅地方一樣嘅。咁英國係點樣沒落嘅咧？嗱，咁當然啦，喺1815年嘅時候，你已經係世界超強咯喎，冇人過你打噶咯喎。咁啊，當然喺整個19世紀裏邊咧，係英國嘅世紀，包括你嚟到中國啊，香港變咗殖民地啦先，跟住九龍半島跟住攞埋新界啦，跟住上海租界啦，跟住威海衛啊，我哋細個時候啲山東警察咧，咪威海衛調落嚟嘅咯。100年前啊，威海衛有租界㗎，英國租界嚟㗎 ，OK 啊。咁佢繁盛咗咧，大概係由1815年數到1956年啦，大概150年。點解講1956年咧？陣間會再講。咁啊，打完又經歷過2次大戰。嗱，所有強權都嘅，唔係西班牙係咁，葡萄牙係咁，英國都係咁。點解到你頂峰嘅時候開始會衰落咧？因為到頂峰咧，擴張過度，跟住咧年年用兵打仗。你睇下而家美國嗰個 pattern 好似鄭景之真係咁，我唔知點解 OK。如果你唔擴張，你唔打仗，你就唔會死得咁快嘅。你越打仗，你越死得快啲嘅。咁啊，打完第一次世界戰，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英國已經民窮財竭冧㗎啦。所以2次大戰之後咧，殖民地開始走。咁啊，但係標誌性事件咧，1956年發生咩事咧？嗱，打完2次大戰10幾年喎，當時咧蘇伊士運河已經通咗㗎啦，喺度蘇伊士運河通咗啦。咁埃及已經獨立咗㗎咯喎。咁埃及獨立咗咧，當時嘅埃及總統咧叫垃圾，我唔知點解叫佢做垃圾。佢就係一個軍官政變上台，推翻咗法老王，咁啊自己做咗總統。咁當時咧，佢要起個喺尼羅河咧，喺呢度起個亞斯旺水壩。亞斯旺水壩咁唔夠錢嘛？唔夠錢，喂，呢條蘇伊士運河點解英國發覺嘅啫？點係我哋喺我哋地方啊嘛，我攞翻佢咯。好多地方都係咁噶，攞翻佢。咁英國同法國就條氣唔順啦，於是乎咧就叫以色列即係打埃及，然後咧英法就出兵霸佔咗蘇伊士運河，喺塞德港登陸，同今日情形好類似噶。點知美國就扇佢啦！美國知道你已經冇能力打呢啲仗。我要插手中東，我點做咧？要經濟上制裁英國同法國，逼佢哋撤兵。唔單止講蘇聯仲出手，你唔好打佢啊！我俾啲飛機現代化飛機飛彈俾埃及啊！你唔夠佢打㗎咁。咁英國自此之後咧，就撤出咗蘇伊士運河，翻返去英國。所以1956年之後咧，英國喺遠東咧成個亞洲都係個海軍基地咧。就係添馬蘭海軍基地喺中環嗰個冇晒㗎啦。嗱，點解講呢樣嘢咧？呢樣嘢喪失咗蘇伊士運河個控制權咧，就表示大英帝國嘅勢力開始下滑或者消失。即係同當年西班牙冇咗直布羅陀1703年，荷蘭冇咗好望角，冇咗馬六甲海峽一樣。而家好死唔死咧，博爾木茲海峽嗰度咧。阿 Trump 犯咗同樣嘅毛病，以後如果佢喪失咗博爾木茲海峽個控制權咧，美國嘅霸權咧表示拜拜㗎啦。當然唔會 overnight 插水，就表示佢已經唔得㗎啦。OK， 而家佢表現出嚟話俾你聽唔得，
因為伊朗嗰啲嗰個3流嘅飛彈都可以打到你殘。你點同中國打？如果真係打上嚟，所以即係你露咗底牌，露咗餡啊！你唔出手，出面搞黃飛鴻啊嘛，阿譚詠麟做啊嘛，你唔出手唔緊要，你出手咧露餡，你冇料原來。冇料到。你咁嘅姿勢得㗎嘛，嚇親人！你真係打起上嚟你唔得嘅咁。而家美國就慘嚟啦，啊！你飛彈又唔得，俾人炸，亦都唔夠，飛彈又唔夠，你點打啊？所以咧，阿習大大佢就尋晚啊，同阿普京咧瞓覺都會攝咗聲嘅。咁啊，呢個講英國啦。哇！我要點判嗰啲時間？都唔緊要，咁快。美國。咁跟住出場嗰個咧，美國喎。美國頭先提到啦，佢1776年先獨立㗎嘛。咁當時得13州啲好少地方㗎嘛。咁啊，經過1812年啊，同加拿大即係同英國打仗。互有勝負啦，咁之後就唔敢打啦兩個。咁啊1823年咧，門羅總統咧就講門羅主義。點解1823年咧？因為咧西班牙同葡萄牙喺美洲殖民地咧喺1821年咧獨立晒。墨西哥1821年獨立，哥倫比亞即係包括而家委內瑞拉、哥倫比亞、厄瓜多爾咧叫大哥倫比亞，又係1821年獨立。巴西1821年咧葡萄牙獨立。咁咧。門羅總統咧，都雖然國家唔係好大啊，但係喂，我聽你獨立咗之後，你啲歐洲國家又嚟啊嘛，話你唔好埋嚟啊，你埋嚟咧就對我美國不友善，所以咧我美國唔會理歐洲啲嘢，而家理到全世界啊，你歐洲唔好理我美洲嘅嘢，咁即係話咧美洲係美國嘅，即係美洲人，佢當時話美洲係美洲人嘅美洲，即係而家咧美洲就係美國人嘅美洲，係兩回事嚟嘅 ，OK。咁啊，呢個佢係得把聲嘅啫嘛。1823年嘅時候，但係經過不斷擴張啊，同埋佢1803年嘅時候咧，因為嗰陣時拿破崙打緊仗啊，歐洲。當時嘅法國殖民地啊，喺美洲嚟講咧，嗱，即係有魁北克省啦，跟住咧英國就喺南邊啦，墨西哥就喺最南邊咧，西班牙㗎啦。咁佢唔係淨係魁北克省㗎，佢一路落到嚟咧，密西西比河、路易斯安那，呢啲係法國名嚟㗎 ，OK？路易斯安那係法國名嚟㗎，呢個等塊都係法國殖民地嚟㗎。咁喺1803年，法國就即係拿破崙顧住打仗啊，就將呢啲美洲殖民地咧，好似1500萬美元就賣咗俾美國，所以美國無端端多咗1倍嘅領土，佢無暇兼顧啊嘛，都守唔住㗎咯嗱。咁喺1846年咧到48年打咗2年，佢就侵略墨西哥。將墨西哥一半嘅領土咧，俾美國兼併咗，所以而家去到咩加州啦、內華達州啦、新墨西哥州啦、亞利桑那州啦、德克薩斯州，全部嗰啲名啊，你睇下，San Jose啦、Los Angeles 上個西班牙文嚟㗎，唔係英文嚟㗎，俾佢攞咗 ，OK。咁啊，美國咧就由東岸到即係大西洋到太平洋嘅一個國家，橫跨咁大國家，即係美洲嚟講係最大佢㗎啦。但係嗰陣時咧都唔係話世界超強喎，因為經過幾十年啦，到1890年代咧，美國嘅 GDP 超越咗英國，就等於你現在用 GDP 即係 PPP 啊購買力評價嚟計咧，中國 GDP 咧已經超越咗美國10年㗎啦，一樣啫。但唔係表示中國係強過美國啊嘛，即係當年嘅1890年唔係表示美國會強過英國啊嘛，喺軍事上國際影響力都係英國高於美國㗎嘛。但係經過2次大戰，第一次大戰、第二次大戰，咁啊，美國咧喺1945年咧，終於爬上世界寶座。因為之前嗰年咧，1944年咧，喺嗰個 Bretton Woods 個 agreement 嗰度咧，就全球國家同意美元係世界嘅儲備貨幣。因為嗰年歐洲國家打到窮晒，法國都未復國，英國打到窮晒，咁啊戰後我哋金融體系點做咧咁？就係咁啦，因為美國嗰陣時發戰爭財啊嘛，佢賣好多軍火俾英國啊、蘇聯啊啲國家，就攞翻嚟咩啊？係黃金嚟㗎。當時美國嘅黃金有2萬噸回箱，咁啊，既然我美國咁多黃金，我就定咗35蚊美金1安士黃金。咁咧就你哋咧就唔需要黃金，你哋唔需要黃金嘅儲備，我借俾你。咁咧你拎住美元咧，就等於拎住有金本位嘅黃金。即係點解叫美金咧？我哋戰後叫美元叫美金咧，
咁啊就楞住咁嘅美元霸權咧，嗰陣時開始成立咗啦，咁一路到現在。咁啊，到蘇聯解體之後咧，就變咗一極超強。OK 美國講快啲，因為大家知道，因為而家發生咗咧美國1945年到現在咧80年霸權80年。根據我講嗰啲咧，大概呢啲咁嘅霸權嘅週期咧150年左右嘅啫。按道理咧，你起碼有80年玩㗎嘛，但係咧唔係絕對嘅。我睇嚟咧，美國會即係玩好快玩完。個霸權唔係個國家啊，佢個霸權會好快玩完。有個出咗個敗家仔叫阿 Trump， 呢個敗家仔，我唔知點解未完。我因為做世界強權都大佬，而家講美國咋？講快啲，講快啲。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要嚟講係西方嘅奧圖曼帝國，係咯，開始嚟講奧圖曼帝國。奧圖曼帝國1453年咧，其實之前已經即係喺14世紀佢開始慢慢冒起嘅。到咗1453年一路到1683年咧，就係佢帝國嘅頂峰。佢個邊界咧就成個 Balkan， 即係成個巴爾幹半島希臘，一路到黑海，跟住落到嚟啦亞美尼亞，一路到波斯灣。到佢哋嘅回教嘅兩個聖地麥卡麥地那，一路到埃及到利比亞，跟住中間呢啲就譬如塞浦路斯呢啲島咧都係佢嘅。嗰陣時佢係橫跨歐亞非嘅大帝國，但係到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佢站錯隊。其實19世紀咧，奧圖曼帝國開始縮，咁好似北非啲殖民地啦，呢度係俾咗法國，嗰度俾咗意大利，埃及就俾咗英國。咁咪冇咗咯，佢剩翻咩咧？剩翻加沙、巴勒斯坦，即係而家以色列，跟住仲有麥加麥地那佢嘅，大馬士革即係敍利亞佢嘅，一路到現在嘅土耳其，呢個地方都係佢嘅。伊朗咁又唔係，因為自己奧圖曼帝國從冇統治過波斯 ，OK 係波斯就喺公元7世紀嘅時候接納咗回教，但係佢接納回教嘅特別教派叫什葉派樹哈。就唔同遜尼派Sunni嘅一個主流回教，因為波斯民族同阿拉伯民族係兩個唔同民族，佢語言唔同、文字唔同嘅。OK 佢雖然係歸於咗回教，但係佢喺唔同嘅教派，一路搞到今日咯。應該炸沙地嗰啲油廠啊，大佬咪自己有嚟嘅，因為呢個事炸好容易挑起嗰啲矛盾就打喺度嘅。咁喺第一次嘅大戰咧，土耳其咧即係奧圖曼帝國啦，站錯邊，其實。歐洲列強最主要係英國、法國已經睇住佢㗎啦。你唔得，佢叫咩咧？佢個花名叫東亞病夫，唔係近東病夫。中國叫東亞病夫都唔得嘅。帝國得個樣，面積好大，但係咧你啲軍隊又唔打得，國經濟又唔掂，觀念又落後。咁佢打完一次大戰之後咧，輸咗解體之後。我哋現在所認識嘅中東嘅國家，你由以色列啦、約旦、敍利亞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沙地阿拉伯，跟住中有喺個6個，而家成日講啦，卡塔爾啦、巴林啦、阿聯酋啦、亞曼啦，呢啲國家咧喺100年前咧，即係打完一戰之後咧係唔存在，冇呢啲國家㗎，係打完之後。佢哋肢解西方，即係英法同法國肢解咗奧圖曼帝國領土，將呢啲國家分為一個，導致今日嘅悲劇。因為喺1453年之後嗰500年咧，400年啦，起碼400年啦，中東唔係好似而家一樣㗎。中東係一個統一嘅地方嚟㗎。奧圖曼佢有唔同嘅民族，佢有基本上係4大民族啦。就土耳其人就係叫突厥人啦，跟住最主要係阿拉伯人啦，跟住就係波斯人啦，喺邊境嘅波斯人啦，跟住第4個叫庫爾德 Kurd。阿 Trump 先生話揾佢啲友仔打咗個 Kurd，OK。咁呢4個民族咧嘅語言同文字都唔同嘅喎，各自有自己嘅語言嘅喎，但係唔係冇妨礙到佢統一㗎。例如中國有56個民族，咁點解佢哋能夠統一到咧？好簡單咧，回教徒即係好先步㗎，佢哋叫做宗教共同體。只要我個哈里發，即係我個國王係回教徒，佢覺得冇嘢嘅喎。回教由阿拉伯人創立㗎嘛，穆罕默德創立㗎嘛。但係咧，突厥人做老細嘅時候咧，佢哋覺得 O K 嘅喎。咁咪冇衝突咯。只要你認一個大佬咪得咯，即係你咪日日念經咯，你班友唔緊要。即係回教徒都唔緊，都係大家回教徒啊嘛。而家主要即係遜尼派啊嘛，唔緊要㗎。咁但係而家
英國發覺咧，我覺得做咗啲好唔啱嘅嘢。佢將成個中東咧肢解咗之後咧，就各自為咗個自利益打。所以之後由一戰之後到現在嘅中東未停過，未停過嘅。我哋由細個懂事睇報紙，中東就亂到而家㗎啦。火藥庫。喂，以前唔係咁㗎嘛。你睇翻啲相啊，加沙咧，或者耶路撒冷咧，以前咧100年前啊已經好繁榮㗎啦，加沙。即係冇戰火啊嘛，咁土耳其人管治嘅，奧圖曼人統治嘅，佢有個總督嚟，可能佢貪污一啲，但唔緊要，大家生活都覺得到。嗰度中東咧亦都幾富庶，文化幾好。啊？Bahrain 啊，成個嗰啲係咪好靚㗎？靚唔係嗰條靚嗰陣時咧，佢哋就嗱波斯灣嗰陣時咧未有石油，即係講200年之前咧，佢哋基本上咧漁夫嚟嘅啫，跟住咧有駱駝相反做貿易。但唔好似而家咁嘅，而家豪到佢有啲乜都鍍金嘅，有石油啊，有石油。咁但係有啲錢唔係表示你安穩嘅。而家你睇杜拜死啊！我好多歐洲嘅朋友咧，因為驚避稅，走成10幾20年前去咗杜拜，而家大劑，可能跌咗唔知一半定60%，我唔知繼續會跌落去。你唔知真係你唔知㗎。OK 嗱，咁你鄂圖曼帝國嘅影響對中東嚟講，主要中東啦係好嚴重影響啊！因為佢解體咗，但係佢冇能力啊嘛，佢只能顧翻自己突厥人，即係土耳其人嘅地方，就係而家土耳其咯啊！咁但係其他中東嘅地方，你即係由沙地阿拉伯到約旦、敍利亞都未停過，係跟住就係伊拉克打咗20年，而家輪到伊朗，仲有一個國家差唔多，俄羅斯。俄羅斯喺我哋嚟講咧都係西方。但係過去嗰500年咧，佢一直都係點咧？一直都係內陸嘅強權。佢內陸嘅強權意思咧，佢並冇好似英法荷西班牙喺出邊攞殖民地，佢只係騷擾咩？佢周邊嘅國家，例如芬蘭嗰陣時，芬蘭都係一個國家嚟㗎。例如佢同瑞典打仗，佢曾經攞過波羅的海，現在波羅的海3國曾經入侵波蘭。因為波蘭喺18世紀咧。係俾3個國家瓜分過3次，俄羅斯、奧地利、普魯士呢3個國。唔係當時嘅社會就係咁噶啦，你一弱咧我就打你噶啦啊！咁你俾人瓜分咗3，波蘭俾人瓜分，點解波蘭人啊對俄羅斯而家仲係好驚嘅咧？喂，替佢打低佢，因為佢驚歷史個烙印喺度，就係佢如果俄羅斯太強大，可能唔知夾埋邊個，可能而家唔係德國咯，可能佢一路會食咗你噶嘛。咁咧俄羅斯咧對東歐國家好有威脅力，但係佢從來都唔喺歷史文，即係過去500年啦，從來都唔喺歷史舞台中間嗰度。除咗咩咧？2次大戰之後，因為佢打低咗德國，變咗兼且做埋原子彈，同美國分庭抗禮，佢霸咗半個歐洲。但係只係短由1945到1995，即係幾多？45年，即係短45年時間。俄羅斯又蘇聯解咗體，俄羅斯又縮翻去，所以俄羅斯咧過去現在對世界嘅影響咧唔係大，即係講整體西方啊。頭先講英國嘅，即係英國今年冇咗啦，但係英國對世界影響好大喎。我哋所有點解個世界語言啦，你出到郵報啦，又係講英文。我哋嘅法律制度啊，佢就英國、香港都好啦，你上嘅普通法都好，因為源自英國嘅啊。咁佢所有嘅嗰啲文化。雖然英國人冇文，講真係冇文化，就飲食嗰度啊，即係你哋去咁多地方啊，就算你去英國啊，有乜叫做嘅 English cuisine 嘅？你咪話啲刀叉，非常刀叉好後期先用㗎嘛，刀叉。喂，刀叉要去機用手食㗎嘛。呢個唔係淨係英國啊，你美國啊，即係法國早少少啦。英國一係講刀叉一樣啫。喺300年前啊，即係佢哋西方人啊，歐洲、美國、加拿大都係㗎，佢哋冇刀叉食嘢點樣用手拿㗎？用手拿 ，OK， 同印度差唔多嘅 ，OK， 所以佢哋啲譬如400年前咧，當阿利瑪竇咧，Rico 阿利瑪竇嚟到中國嘅時候咧，寫啲報告翻梵蒂岡咧，好驚訝中國啲文明咁先進，哇，分開嚟嘅，筷子有2對，叉湯羹有1隻咁，佢哋咧就一個盤食嘢嘅時候啊，咁啊，跟住咧中間啲盤肉有把刀嘅，咁即切，就拎隻手攞出嚟食完啦，佢喺度洗手。刀叉呢樣嘢咧，都係300-400年前啊，即係呢500年即係之後，然後先係傳到歐洲普遍地使用，而且係邊度過去㗎？係鄂圖曼帝國過去㗎。
鄂圖曼帝國去到意大利，意大利到法國，法國先去英國，英國先嚟啲美洲，刀叉啊，係好後期嘅事嚟嘅啫。OK， 但係中國用筷子，商朝嗰啲墓掘出嚟都已經有象牙筷子啦，即係中國用幾早啊呢個餐具。咁啊，打完二次大戰之後咧，蘇聯強盛咗45年，但係佢本身一個咧，佢除咗天然資源豐富之外咧，似乎佢個國家咧係我唔認為佢可以成為一個超級強權。佢現在只不過咧有兩樣嘢好犀利，第一樣嘢佢有6000個核子彈，第二樣嘢就豐富嘅天然資源。我哋講打全球石油緊張，佢賺大錢啦。除此之外咧，你見知蘇聯最強大嘅時候，有咩像樣嘅商品去出口啊？冇商品去出口。係武器咯。係咪武器咯？哇！T34坦克啊，米格機嗰啲好多。但係佢自己本身咧，你諗下啦，中國咁窮咁弱啊，到現在我哋好多商品去出口噶嘛，比亞迪嘅電車啦、太陽能板啊，你講啲小米啦、手機。人口都好少喎。嚇？人口都好少。而家都係億幾咯，而家億幾咯。呢個唔係病嚟嘅。你如果係真係強國咧，億幾都有機會做得到嘅。但係佢唔知點解佢冇入嗱。你話當年蘇聯嘅計劃經濟搞垮咗蘇聯嘅經濟 ，OK 啦。咁你俄羅斯冇咗蘇聯體系㗎啦嘛，你係自由市場經濟㗎嘛，1991年之後。咁中國只有自由市場經濟都係80年代、90年代開始嘅。咁點解中國而家咁多產品啊？小米啦、華為啦、比亞迪啦，要呢面一大扎，個州而家嚟到咧，我會買嘅，都比亞迪如果合理我會買嘅。啲民族性㗎嘛，會乜你唔會買俄羅斯車嘅喎，佢有㗎，但係你唔會買到車，點解我唔知嘅，真係唔知㗎嚇。呢個可能同民族性有關啦，個個飲到啤啤灰人咁都死。屋卡係咁。OK 嗱，咁啊，仲一個講唔係西方，東方日本。我喺度最後尾嗰度講啦，日本。日本咧一直以嚟咧都係中國嘅一個附庸。嗱，唔係話佢係我哋嘅藩屬國，唔係咩意思啊？因為日本嘅文化嘅母國就係中國，一直以嚟過2000年啊，所有佢嘅漢字啦、服裝啦、食品啊，原呢面一大扎嘢，佢所有嘅詩啊，全部都係學中國嘅。佢個官場裏邊嗰啲禮儀啊、嗰啲名啊，全部學中國嘅。就算你話空手道嗰啲柔道，全部都學中國嘅。OK， 咁咧學咗中國2000年啦。咁佢喺明治維新嘅時候咧，中國嗰陣時已經打咗2次鴉片戰爭輸咗啊嘛。18年啦，日本明治維新，佢學得好快，係值得稱讚嘅。佢學西方文明，西方嘅工業技術啦、科技啦、制度啦、法律啦，服裝都係啦，服裝都係。咁啊，短幾十年間啊，即係到1895年啦，已經有乜95即係30年啫嘛，打敗咗中國。再過10年，1905年打敗俄羅斯，變咗世界強國。咁啊，但係咧2次大戰咧，俾美國一棍打落嚟喎，打翻原形喎。咁2戰之後啦，當然啦，即係我哋細個時候好多日本電影啊、日本嘅車啊、日本食品啊，到現在好多香港人都話翻鄉下啊嘛，日本啊。但係呢個日本嘅光輝啊，係其實由日本明治維新一路到1945年啊。2次大戰完咗，即係日本就升起，佢打係80年，係西方文我頭先講啦，平均每個都150年至200年最少嘅，但係咧日本係冇嘅。咁而家我睇翻嚟咧，日本話當然啦，過去嗰譬如40年前、30年前咧，日本嘅產品嘅經濟能力好強，但係曇花一現嘅啫喎，突然間唔知點解30年前1995年開始。1985年簽個廣場協議啊嘛，你賴美國啫，但係自己日本嘅產品其實唔得嘛，有得幾耐啫？20年前你去任何你 Home Depot 啊，你去咩Best Buy 嗰啲，好多日本電器產品噶嘛，雪櫃、電視機、洗衣機、電塔、廚刷，我啲家下都冇晒喎，即係點解會冇晒？我又唔知喎，真係，突然間冇晒嘅，即係電視機可能仲有 Panasonic，但係咧你其他嗰啲家電啊。冇晒喎！啲韓國同埋中國，韓國同中國都係嘅喎，生產得你冇理由打人過㗎，我又唔明嘅喎，又唔喺日本做，基本上嗰啲嘢都唔係日本做㗎，基本上東南亞做㗎，啲洗衣機啊、冷氣機喺東南亞做喎，你會冇晒嘅？我又唔好明嘅喎，真係。咁唔單止啲喎，重工業由造船到汽車，造船咧喺60年代咧，即係講下60年前咧，日本係全球嘅造船業大國，已經叻超過美國、超過英國㗎啦。咁啊，到咗30年前咧，俾韓國過去頭喎，
咁啊，到十幾年前咧，中國過韓國頭喎，咁中國同韓國加埋咧佔咗全球造船業90%，日本得翻唔知幾個 percent， 美國就0.0幾個 percent。因為佢講造船喎，咁造車啦。嗱，日本而家最大嘅經濟支柱咧就係汽車業。但係咧，舊年嘅汽車出口量咧，俾中國過咗頭啦。咁而家日本咧一個好大嘅危機，如果佢呢個支柱產業都冇埋咧，日本基本上已經係變做去工業化。再加上咧，呢個女首相咧得罪咗中國，中國係有心整死佢嘅呢一塊關鍵材料，中國唔俾佢。咁再又冇彩啦，咁所以石油又斷啦，又貴。所以日本佢今年咧到出年咧會面臨一個好大嘅經濟危機，因為中國唔係同我講笑，中國係有心整死佢嘅借口就話我啲軍民兩用嘅產品出口俾你，咁啊即係民用都唔俾你咯。佢話你會做武器啊嘛，其實唔係㗎，因為你日本咧，日本典型㗎，日本就唔好似美國咁㗎。美國咧做軍火即係 Raytheon 啊，雷神公司就淨係做飛彈咁啊，做飛彈。日本唔係㗎嘛。三菱重工佢又做車又做船，跟住又做武器噶嘛。咁佢話大陸話：你做武器喎，你三菱重工我冚唪唥唔俾你，我跪晒喺度咯。呢個效果而家未仔清楚，慢慢會出嚟㗎啦。好啦，我唔認為日本咧即係有機會翻身。當然啦，唔係絕對嘅，除非咩中國出咗好大問題。OK， 咁好啦，我哋講過晒過去嗰500年啊嘛。日本嘅影響力咧，我覺得咧嗱。即係英國對世界影響啊，而且呢個影響會一路持續落去㗎。起碼我哋嘅世界語言咧，未來可見嘅幾十年、100年咧，唔會離開英文。冇錯。法文曾經試過，就因為法國退出歷史舞台啊嘛，俾英國打敗咗啊嘛。1815年之後，基本上係再英文。跟住2次大戰之後咧，就美國接手，都係講英文啊嘛。嚇。咁即係英國嘅文化咧，影響世界好緊要。唔係食嘢啊，食菜式就冇啦㗎。除咗 fish and chips。咁日本咧，佢文化喺40年前咧，我哋講哇，日本文明好喎，好多人學佢喎。嗰陣時咩香港人嗰陣時好興學日文嘅，係嘛？80年代歌都係啦。學日本歌啦，跟住日本衣着啦、日本旅遊啦、日本產品啦、Walkman 啦、Sony 啦，或者大扎啊。咁而家突然間冇晒喎。咁我過去講啦，咁多個國家啊，都係西方嘅，日本都係仿效西方國家。咁如果呢啲咁嘅強權，包括美國，如果退出咗歷史舞台，下一個世界強權唔係西方霸權啦，會係邊個咧？會唔會係西方？肯定唔會啦。如果係邊個咧？我揾唔到啊！揾唔到，我揾唔到，即係揾西方冇啊！我數晒成歐洲，你數晒出嚟㗎。西方冇啦，西方冇㗎喎。咁而家最可能出現嘅世界強權啦，唔好話霸權係邊個？非常可能係中國。如果我睇嚟 ，OK， 加上呢一趟咧，即係美國本應有個架喺度嘅，即係叫 paper tiger 都有個虎皮喺度噶嘛，你唔知佢乜料啊嘛。但係呢一趟咧，佢自己踢爆咗自己，死啦！你號稱最勁咧，你以前中國咧好勁嗰個薩德飛彈，薩德嗰個飛彈咧得，因為咧佢10年前裝咗韓國咧，咁啊中國就同韓國反面噶嘛，嗰個咩嘅樂天集團都執咗笠噶嘛。因為中國罰佢啊嘛，咁啊中國好忌呢個飛彈嘅，因為佢探測距離咧幾千公里嘅啫。哇！而家發覺原來伊朗都係搞掂你嘅，咁你點防備啊？即係你係紙老虎嚟嘅，兼且你又唔夠貨。而家打到中東冇啦，要韓國啲飛彈實體飛彈掹咗去中東嗰度。即係如果真係打上嚟點打？即係美國做咗，咁你話如果以後若干年後啦，未必係可見將來。中國會成為即係世界嘅一個霸權，呢個世界會點咧？咁係過去500年歷史冇㗎，過去500年咧就係都係西方強權，西班牙葡萄牙冧咗，跟住荷蘭又冧咗，跟住英國法國冧咗，英國冧咗就英國，係咪就係美國？咁跟住蘇聯仔出現過，日本出現過，咁就都係資本主義做主流喎。嗰幾百年都係。即係資本主義。係啊，冇錯，啱啊。中國入邊係社會主義或者世界大同嘅思想啊嘛。社會主義呢個概念咧，唔係中國㗎嘛。係啊。社會主義呢個概念係西方啊，我漏咗一樣嘢。嗱，西方文明啊，都係到19世紀，佢點解崛起咧？中國大同世界啊，全世界。咁喺即係500年前啊。西方嘅文明崛起有個過程，而家好長嘅。首先係點咧？
喺14世紀末出現嘅文藝復興。文藝復興第一步，因為點解喺中古時代啊，即係講喺中古時代啊，亦都喺歐洲歷史叫黑暗時代。1000年啊，即係由476年到1453年嗰個叫中古時代。黑暗時代啊，就黑暗嘅，帶住點咧？因為羅馬帝國滅亡咗之後咧，所有西方嘅文明啊，希臘嘅文明啦、羅馬嘅文明啦，嗰啲唔單止係文學啦、音樂啦、技術啊，都冇晒。因為羅馬嘅時候咧，佢哋嗰啲建築業啊、現今即係開礦啊、鑿隧道啊，好先進㗎。但係羅馬帝國毀滅咗之後咧，唔夠2代人咧，呢啲知識全部冇晒。文藝復興係點咧？文藝復興嘅時候咧，啱啱就係鄂圖曼帝國開始崛起嘅時候，咁啊好多歐洲特別意大利啊，因為近東方啊嘛，就去鄂圖曼帝國嗰度學佢嘅嘢，學阿拉伯語，學突厥語，因為阿拉伯人咧有將西方文明啊，即係柏拉圖嗰啲譯本啊，將亞里士多德啊、歐幾里幾何學啊嗰啲嘢咧，就保存咗喺嗰度。佢咧調翻轉頭咧，係歐洲意大利人去學嗰啲嘢，所以叫文藝復興。文藝復興之後咧，下一樣咩咧？宗教改革。因為喺中古時代咧，歐洲就好似而家伊朗咁啊，政教合一嘅。由即係神權統治，即係由教會嘅代表同埋皇室嘅代表夾埋一齊出嚟統治呢個國家。咁啊，而家馬丁路德打破咗呢樣嘢啊嘛，所以點解搞到咁多年嘅打仗咧？除咗宗教信仰，仲係我哋嘅衝突。咁啊，跟住咧就係科學革命。科學革命就唔問佢講啦，科學革命點啊？牛頓啊、伽利略啲人出嚟啊，你發覺唔係喎，你研究大自然嘅現象唔係咁嘅喎，有地心吸力嘅喎。咁跟住點咧？就工業革命，有咗呢咁嘅科學基礎咧，就開始都1776年啦，就標誌啦，就係嗰年美國獨立，亦都係因為阿亞特咧改良咗蒸汽機，有之係工業革命嘅年代開始啦。咁有咗咧，用天然嘅資源嚟到代替咗人力，就係蒸汽機。有工業革命之後咧，就跟住咧社會改變喎，因為你有工業革命，你要工廠㗎嘛。以前咧，在此之前咧，基本上歐洲都係農業國家嚟嘅，或者你做打魚啊，或者做行船、做商貿嘅啊。咁有咗工業革命，我哋要大規模生產，就係要一啲人去城市嗰度，因為歐洲在之前咧，即使倫敦咁大嘅城市咧，都係住幾萬人嘅啫，唔係好大嘅城市嚟嘅。即係比起即係中東啊，比巴格達唔係巴格達啦，或者係大馬士革、塔馬斯加咧，都係算係好細城市嚟嘅。但係如果你冇多嘅人口聚集嘅地方咧，做唔到工廠㗎嘛。咁人嘅生活方式會改變㗎。點解咧？因為耕田唔同啊，耕田我8點半起身同我8點起身冇乜分別㗎，我都係淋水啫嘛，啲水唔會遲半個鐘頭，啲菜係死㗎，唔會㗎嘛。但係你工廠唔係㗎嘛，你生產線嘅時候一拉個氣笛，一齊開工啊，咁開工啊。咁啊，社會結構開始改變，社會結構開始改變咧，令到個經濟制度開始改變啦。經濟到咩嘢咧？就等你睇啦。社會主義，首先咧，佢由一個舊嘅社會啊，即係政教合一，到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，從荷蘭人開始用資本主義社會，去集中啲資本，令啲資本去錢滾錢，呢個係資本主義社會。但係資本主義社會咧，就衍生地嘅問題，就係你睇過查理士狄根斯嗰啲小説啦。哇！19世紀嘅時候啲人生活幾慘啊，啲童工冇保障㗎，啲人咧做10幾個鐘頭一日嘅，一個禮拜7日嘅咁點得咧咁？於是嗰個社會主義嘅思想出嚟啦。好死唔死搞咗個馬克思出嚟。馬克思喺1848年咧，發咗個叫《共產主義宣言》，就將話講到明咧，我哋呢個社會咧係不人道嘅，我哋咧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嚟，推翻呢個舊社會，建立一個新嘅世界。咁於是乎咧，呢啲嗰時嘅左翼思想咧，一路延續到今日。咁啊，對歐洲嚟講咧就係，我哋唔一定要即係好似馬克思咁暴力革命啊，我哋好似社會改良就點咧？我哋行社會主義咯。咁於是社會個福利制度出現啦。咁啊，到後尾咧，嗱即係社會分工，我哋講呢個縮就簡單啲啦。其實好複雜嘅，你哋講啲每樣嘢，每一個議題啊，都係一個 PhD 嘅論文嚟㗎。咁啊，到後來點咧？我哋嘅人民社會啦，
民主自由啊，人民社會就講啦，我哋要民主自由啦，講人權啦，勞工保障啦，一大扎嘢。咁對其他人嘅關懷啦，但係呢啲係好歐洲嚟講啦，當然有好多差嘅嘢啦，就係奴隸制度。但係呢啲係好事嚟嘅。我哋現在嘅人類嘅文明咧，就講呢啲嘢。你照點樣照顧弱勢社群啊？或者我要每個人喺社會上個平等嘅地位啊，咁呢要做出嚟㗎。呢樣嘢咧就係西方佢講由1400年到2600年時間啊，即係走呢條路600年時間。所以你話伊朗你叫佢突然間整個民主政府，喂大佬，你行幾多百年先行到呢度？以西方嘅標準啊，你行多500年啦，伊朗而家咁搞法唔容易，你整做出嚟冇用㗎，即係等於即係美國打阿富汗啫嘛。2001年打阿富汗，哇！我俾你民主選舉啦，啲塔利班呢啲咁嘅神權政治唔好要啊，行唔通。我打20年，翻嚟又係塔利班，係好難搞嘅。你唔係，就算你嘅想法係好，你嘅主意係好，唔係表示佢哋接受得到，唔係咁容易㗎。未必適合佢哋啦。中國都用咗200年時間啦。中國啊，由即係愚昧無知到先中山倡議革命啊，啲人講憲制共和啊，直到乜嘢啊？共產黨上台，用血腥嘅手段。大家知道，我哋細個你差唔多出世啦，三反五反，點樣清算地主，點樣將嗰啲舊事物打破晒㗎？佢好血腥嘅，好殘忍㗎。如果唔係中國進步唔到，中國根本搞掂咗。但係呢啲國家唔會㗎嘛，佢唔會由頭咗，佢頭咧就係宗教。喺中國冇咩？中國就冇，從來都冇政教嘅啫。中國從來都冇嘅呢個，因為中國從來都係政教分離嘅。中國係利用宗教統治社會，但係咧西方同埋而家東東咧就係利用宗教嚟統治社會，係兩個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嚇。咁啊，你話以後如果即係中國啊成為一個世界嘅強權，呢個世界會點樣發生咧？你會有咩改變咧？唔知，我哋唔知。我哋只向好嗰方面諗嘅，向好嗰方面諗嘅。而家有一個 AI 嘅文明就出嚟咯。AI 啊，係啊，呢個係另一個議題啦。而家大家都斷估啦。OK，剩翻5分鐘，有咩問題或者食飯都可以問嘅。嚇？哇！好，多謝晒。啱啱好2個鐘。